WiFi 得唔得？開咗。Hello， Jojo， 你好啊 ，Jojo， 來 ，BB， 做沒？快啲入嚟 ，OK， 今天輪到我了啩，謝謝你們全部幫 follow 啦，謝謝你做咩？謝謝你Jojo幫 follow 啦 ，Robby 你好 ，OK， 大家好，今日咧我哋咧就會咧輕鬆簡單一啲，我哋今日大家都知道啦。等一陣咧會有邊個人同我一齊出場？你哋知唔知？有邊個知道？我頭先大概1個鐘頭之前就已經公佈咗，我今日會同邊位一齊做直播，你們知道嘛？吃飽了沒有？沒有，講到裙甩褲甩啊！啱啱琴日過咗澳門，跟住再去珠海，然後剛剛就響珠海飛車翻過嚟香港，飯都未食啊！裙拉褲甩啊！哎呀，唔係講笑啊，爭少少底褲都濕鬼埋啊 ！OK， 熱辣啊！哎呀，冇辦法啦，為咗工作，為咗要做嘢，冇計。啱唔啱啊？你哋知道今日我同邊個開直播？輪到我啦，大佬，啱唔啱啊？每一次啊，大明星啊過去新加坡做嘅，自己都冇份做，喺隔離做茄喱啡啊，係嘛？成粒木咁啊，企喺側邊啊！你哋有冇睇過？Hello，Irisha， 你好，你們有沒有看？每一次我過去新加坡，是不是好像那個叫什麼送外賣一樣啊？喺隔離斟茶遞水啊，喺隔離做僆仔啊，係嘛？今日輪到我啦，啱唔啱？今日咧，我哋咧簡單同你哋慢慢傾下偈。哇，三寶集喎，好嘢喎！三寶集喎，好嘢喎。OK， 唔使，thank you。真係好人，明星真係好人，唔係講笑。佢特登焗個三寶集俾我用。Hello PC 你好 ，OK，MI No 你好 ，IBS 你好 ，John Lim 哥哥 ，Kenny Tan 你好 ，OK， 等陣間咧，你們先幫我俾嗰個人大家分散。哇！你嗰2000蚊都好襟使喎，可以去咁多地方問人家攞㗎，你知唔知啊？借住先啫 ，Cherry 你好 ，OK， 你跟楊卓嗱，你點知㗎？哈哈，呢個秘密你唔好周圍同人哋講啊，大佬啊 ，LenCV 啊，呢個重大嘅秘密，呢個係娜姐嘅背影嚇，係嘛？你平時你都做啊？真嘅咩？呢個就係你嘅直播嘅背影啊？嚇、真㗎！我同你講，我第一次嚟嘅咋，我真係唔知啊！娜姐背景你都知啊 ，BB 你真係有睇嘅喎。小白 ，OK， 美女在哪裡？我要看美女，我就是那個美女啊！哎呦，嗱，今日咧，我哋咧，我想問你哋先，嗱，我認真問㗎，OK， 我問多一次，今日咧有個女明星會坐喺我旁邊，當然啦 ，OK， 唔好羨慕。不要，怎麼說 ？OK， 不要私慕啊！怎麼說？唔識講，唔好羨慕。我同你講一聲先。頭先咧，阿娜姐就問我一句説話，就話今日咧，我哋咧用廣東話，今天我們用廣東話開直播，還是我們用這個國語開直播？然後我就直接跟他說，我就問我們的每一個粉絲，因為說真的，你都知道我跟娜姐兩個人都是香港人，我們的母語就是廣東話。我先問你們 ，OK， 我認真的問你們 ，OK， 你們自己說，阿 Cass 你好 ，OK， 你們自己說 ，OK， 如果你要娜姐今天要跟你們說廣東話的話，你們全部打一個8字
爸。如果要我们两个用最厉害的国语打1号，你们先打一排留言出来先。你们到底要我们用哪一个？Hello PN， PN 兄啊，很久没有见了。OK， 你们到底要我们 OK 用广東話還是國語？你們自己打留言，真嘅，你哋自己打留言，你都知啦。我哋嗱唔好講我I'm so sorry，唔係我哋你大家都知我啲國語犀利，係人都知噶啦，街知巷聞噶啦。我啲國語勁到啊，新加坡啊好多粉絲都聽得明啊，啱唔啱啊？我喜歡聽廣東話。OK， 阿 Chris 啊，巴敲啊，真嘅咧。如果今日我哋全場用廣東話同你哋去溝通，哇！你哋真係，喂，你哋啊，記唔記得成日同我講一句説話？你哋經常同我講一句説話係咩啊？我睇 TVB 長大㗎，你的華語厲害到我聽不懂啊！哎呀，今天不罵你 ，OK， 今天不頂你個飛嘅手牌。廣東話、國語同埋廣東話，你認真嘅，你哋有邊個人？你哋真係有邊一個人真係睇 TVB 長大？嗱，當然啦，我所知道啊，現在我所知道啊，很多人 OK， 包括新加坡也好，香港也好，不同的國家也好，很多人現在是很小看 TVB。他們很多時候上網的時候看什麼呢？我跟你們說，我去每一個家書院啊，然後就有一些不同的朋友啊，然後誰啊，書院的媽咪啊，全部都是看韓劇的嘞。你們現在有沒有看韓劇？你們是不是已經忘記那個初衷了？你們之前說是看 TVB 長大的嘞，現在你們全部是看韓劇長大的嘞，對不對 ？OK， 所以我跟你們說，等一下 ，OK， 等一下 ，OK， 你哋究竟有邊個係睇 TVB 長大？而家邊個移情別戀？邊個走咗去睇韓劇？我話俾你聽，我同你講一聲 ，OK， 我真係睇 TVB 大㗎，2-3歲開始，你而家仲有冇睇啊？你肯定冇鬼睇啦！有邊個睇 TVB 長大嘅？打1號、2號。誰是看 TVB 長大的？你打1號。誰現在已經全部是看韓劇的呢？打2號。有一些人呢，全部很多朋友是看什麼中國的些嗰啲劇集嘅，打3號。我現在看撈劇，咩撈劇啊，撈你個死人頭啊，撈劇！哎呀，真係頂你個肺啊！呀，真係 OK， 有時唔鬧你都唔得嘅。我同你講啊，你係入嚟成日要俾人哋鬧嘅小白蝦，真係頂你個肺9次啊！嗱，今日我唔囉嗦咁多啦 ，OK， 我不囉嗦那麼多，真係不囉嗦那麼多。我還是看港劇，還看新聞女王二，而家拍拖冇時間啊！飛咗你條女去啦，拍咩拖啊？你 OK？ 而家有邊個睇緊新聞女王2？我同你講，我已經睇晒啦。要唔要我劇透俾你聽？誰看完沒？誰看完 ？OK？ 你們現在看到哪裡？你們在什麼地方？在新加坡。我說真的，你們在新加坡是用什麼渠道去看的？現在你們在新加坡，如果看那個新聞女王啊，是看到第幾局？我已經全部看到完了。我哪一天放假，我就全部20多20幾集，我全部一次過睇鬼晒佢。OK， 咁使唔使我劇透俾你聽？係啊，我唔講。我驚你哋用 TVB 啊 ，OK 嗰個 app。現在播到第幾集 ？TVB 嗰個新聞女王2，而家睇到第幾集 ？OK， 再查，現在看到第幾局 ？OK， 第幾集？一共係有20幾集，我記得，我冇記錯啊！一共係有20幾集。看完啦！小時候我喜歡看笑看風雲真情，義不容情，天地男兒。
我仲諗住你哋添，話俾你聽到最尾余思曼死鬼咗添。係啊，原來你哋睇鬼晒啊！我仲話諗住同你講馬國榮翻生添。我原來你哋全部睇晒啊！咁犀利嘅，香港而家都仲係去到邊啊？我都唔記得去到第幾集啊！總之而家香港都係大概全部未睇晒個結局啊！未睇晒個結局啊 ！OK， 25集你犀利啊，全部睇晒。你哋冇咩事，你哋唔好睇咁多劇集，你知唔知啊？多啲入嚟睇我做直播，我同你講，跟住咧睇完我直播嘅時間，我話俾你聽，跟住咧先去睇你嘅新聞女王，其他直播就唔使睇啦。Just looking my page， 知唔知啊？老闆嗰啲唔好睇，壞人嗰啲唔好睇，啱唔啱啊？你用廣東話解釋產品叻的肯定係啦。會有第3集嗎？我點知啊？要問明星嗰啲大佬啊。OK， 我係茄喱啡啊，知唔知咩叫茄喱啡啊？斟茶啊，灌水啊，突然之間佢哋整鬼塞咗個地下，我哋喺後邊做後勤啊，拖下塊地啊。突然之間呢個就冇紙巾抹隻眼啊，就過去幫手攞紙巾咧。老闆你要唔要紙巾啊？喂，奴婢侍奉你啊！你知唔知啊？你有時間看戲咩？看戲嗎？仲有一點點的時間。OK， 來，先不要囉嗦那麼多廢話，快點，先幫我全部人分享到不同的群道。我同你講一件事先，娜姐真係識貨嘅。我俾樣嘢你睇，你知唔知我買好多？我買好多。我哋都係啊。係啊，我買好多。OK， 我俾你睇樣嘢，你哋睇下咩嚟嘅？娜姐親自沖咗杯嘢飲俾我飲，你哋唔行得嘅咧，你哋唔行得嘅啦。Hello， 艾雲聽，我給你看是什麼代誌，你們自己看。什麼來的？你哋自己講咩嚟㗎？新加坡都興呢啲㗎。我特登賣俾佢哋㗎嘛，佢哋唔識㗎嘛，唔識我賣俾佢介紹俾佢哋咯。係啊，好啊，好嘢。誰知道這個是什麼代誌？誰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娜姐親手沖俾我飲㗎，你哋知唔知咩嚟㗎？嗰啲係劇場務，咁嗰陣時我哋做直播邊有劇務邊有場務啊？我咪嗰個劇務嗰個場務咯，傻佬！哎呦，這是什麼代誌？唔係好嘢，娜姐點會沖俾我飲啊？OK， 呢一個就係我哋今日唔係介紹呢個啊，今日唔係介紹呢個啊，唔係介紹呢個啊，並不是介紹第一個啊。OK， 但我淨係話俾你聽，娜姐自己都係咪你哋都有賣啊？哦，係啊。你哋都係介紹啊？我哋有賣啊，好嘢嚟。哇，好香！係咪廣東人嚟先？廣東人就有。係啊，陳皮三寶紮啊，好嘢嚟㗎。我同你講，平時我介紹你哋冇落單嗰啲啊，我話俾你聽啊，抵你死啊，今日冇得落單。Hello， 雙王 ，OK， 傻笑啦。點解佢沖俾我飲咧？佢知我呢排好忙 ，OK， 呢個可以化痰止咳，跟住仲可以話俾你聽，撈過的皮你嘅死人頭啊，呸 ，OK， 呢一個化痰止咳，仲有最緊要，當你成日食煎炸嘢上火。就係飲呢一個嘢，陳皮三寶雜，你睇幾大杯，特登沖俾我飲，你哋冇份。OK， 嚟，唔囉嗦，下一次介紹咧，你哋就知。今日咧我就唔囉嗦咁多啦喎。OK， 嗱，今日我就唔囉嗦咁多。今日咧，你哋有啲乜嘢問題？我哋今日多啲時間傾下偈，好唔好？我邀請娜姐出嚟，多啲時間同你哋傾下偈。你哋可以問下娜姐，基基關於有時拍劇嘅嘢啊。OK， 拍劇有咩趣事啊？平時究竟拍劇係咪好辛苦啊 ？Hello Lala，OK， 係啊。平時拍劇究竟係咪好辛苦啊？係咪成日要朝九有得翻工冇得放工㗎 ？OK， 嚟我們出場啦 ！OK， 你們啦，美國朋友幫我 OK 跟娜娜打一聲招呼好不好 ？OK， 美國喂，嗰個係講普通話咧。OK， 嗱，聽我講先。OK， 每個朋友 OK 俾啲面我哋好唔好 ？OK， 全部朋友幫我同娜姐一齊 say 一聲 hello， 好唔好 ？OK， 因為咧講真啊，新加坡咧
OK， 拉落去 OK， 升格係嘛？嗱，入咗嚟嘅話hello，say 個 hello 我就見到邊個啦，可以佢哋個名。可以 OK， 因為咧講真嘅，我都係第一次，其實我隻手你見到嗰度震緊啊！我第一次自己真係同明星做直播。我平時你老婆唔喺度，你咁樣講嘢係嘛？牙斬斬啊！冇啊嗱，邊度有冤枉啊大人？邊度有啲咁嘅事啊？係咪先嗱？所以 hello， 所以我同你講一聲真嘅咧。Hello May，Hello Woody，Hello Nancy，Hello。係啊 ，OK， 等你慢慢同佢 ，OK， 係等你嗌下佢個名先 ，OK。嗌大家名先 ，Hello。其實咧佢哋 Florence，係去你老闆嗰邊嗰啲會唔會喺呢度啊？定係你呢邊啲又係去老闆嗰邊？我啲粉 ，Hello， 快樂，我啲粉絲多數係我老闆吸嘅。小白，我啲粉絲全部都係。Hello， 全部都係咁樣吸翻嚟。Chris， 有冇啲吸啲嚟我度？吸財啊嘛，吸。可以，冇問題。OK， 所以我佢老闆太多財啊，唔得啊，俾啲我哋啊。唔好咁講嘅。Sophia，Hello，Carrie。落單大佬。講笑啫。唔係啊，Hello，Irene，Jume，Hello。Ken，Pauline，Hello。Kids Wonderland，Hello。OK， 嚟 ，OK， 喂。真嘅，我今日好難得嗱，我講明晒，今日我哋大多數用廣東話同你哋去溝通啊。如果你哋 OK， 我哋全部大多數用廣東話同你哋去溝通，好唔好？你哋最中意聽廣東話，我哋今日就同你用廣東話，好嘛 ？OK。燕白 ，Hello，Stephen。講真，我想問咧，拍戲係冇辛苦？拍戲梗係辛苦啦。係咪有翻工冇放工？咁又未至於嘅。未至於嘅咩？我都希望有翻工冇放工。嚇唔係啩？咁你咪多戲先係咁樣啫。你少戲都好難。唔係一入到去就哇！一開始拍，因為點解？嗰啲叫做乜嘢啊？換衣 hello。嗰啲叫做咩？係咪叫經費有限，定係將啲時間全部壓到最短，令到個經費唔會超 budget？可唔可以咁講啊？其實每一間公司都係咁嘅。有咩人會中意使冤枉錢嘅啫？個個係應該嘅，做生意做老闆都係希望咁樣。將個成本降到最低㗎啦。咩啊 ？Hello，嗱姐，我睇你直播先㗎，先睇撈怪你瞓覺啦。哎呀 ，Brenda 你好啊。Hello，Pauline 姐，OK。嗱，我同你講一聲真嘅 ，OK。今日我哋好難得同你哋吹下水。嗱，你哋 OK， 每個朋友，你哋試下打啲唔同嘅問題出嚟 ，OK。有啲乜嘢你哋想去知嘅 ，OK， 係關於娜姐嘅嘢好 ，OK， 佢生活上嘅嘢好，或者佢尤其是工作上嘅嘢。OK，時間有限喎，咁幾點鐘啊？而家大家都係夜瞓嘅，放心，佢哋夜貓嘅係咪？嚇，佢哋有排都未瞓嘅，有排都未瞓。佢哋有排都未瞓㗎。我哋你知唔知我後邊仲有幾多場直播？我哋自己公司唔知啊。我哋後邊仲有2場直播，10點有一個，10點半有一個。咁癲？係啊。咁嗰啲人唔會走咗去㗎嘛？哇！你睇你呢句説話真係正。多謝啊 Crystal， 真係識講嘢。楊卓娜演技不錯，人美心善。OK， 所以我同你講咧，唔係同你講聲，咁咧用的杯都想買。你有咩唔想買㗎 Vivian？OK， 有啲乜嘢佢用嘅杯你都想買。其實我話俾你聽 ，OK， 我要落單正肉乾啊。好啊，你嚟我嗰度落單。係你去嗰度落單得㗎啦，冇問題。OK， 冇問題咁。正肉乾你冇買啦啩？我唔知咩嚟。你唔知。正骨水我就知，正肉乾我真係唔知。咩叫正肉乾啊？咩嚟㗎？一個牌子啊，係咩？係啊 ，OK 啦，唔好講住，下一次有機會咧 ，OK， 我就試下叫阿娜姐咧揾多啲唔同嘅產品 ，OK， 我就試下賣佢。楊秀娟賣佢嘅產品，你哋話好唔好 ？OK， 因為咧今次咧，我同大家講一聲先 ，OK， 我話俾大家聽，今次咧我好想好咁講啦。我真係用咗接近1個禮拜嘅時間去試 OK 佢嘅產品，認真講，真心唔錯。但係我首先要同大家講一件事先，如果你哋之前曾經喺老闆個平台落單，或者向 Y 型嘅平台落單，我首先恭喜你一件事。OK， 我首先恭喜你一件事，原因係乜嘢 ？OK， 你哋已經有過帳嘅朋友 ，OK， 嗰隻產品未來日子最少要等多4至5個月，因為我認真講一句説話，講真 ，OK， 楊卓娜跟我哋老闆同埋 Y 人嘅威力實在太強，一下子 OK 一介紹完其中一隻產品，我同你講好多唔同新加坡嘅朋友係咁不斷去揾呢隻貨，但係唔好意思，佢哋係獨
價嘅。但係一揾嘅時間，好多唔同香港啊，其他唔同嘅地方啊，一買係冇晒貨，已經係全部我嘅嚟講咯。香港都冇貨，係全部斷晒貨。眼藥水冇咗啦，完全係冇晒。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完全係冇晒貨。所以未來日子，我話俾大家聽一件事 ，OK？ 如果娜姐有第時未來日子介紹一啲係佢代理嘅產品，冇晒啦 Vivian。冇晒啦 Vivian，OK， 我同你講，我同你講陳皮有賣嗎？我今日唔賣陳皮，今日唔賣陳皮。如果你要賣陳皮嘅尾 ，OK， 你 PM 我啦admin，我自己本身就已經有陳皮喺度嘅，明唔明白 ？OK， 同佢呢個係一模一樣嘅。就係陳皮三寶雜 ，OK。我同你講真嘅，我首先今日點解我哋要同你哋去傾？阿朱恭喜你啊！你有落到單咧係有貨。你真係恭喜你。遲咗落嗰啲就冇貨啦。冇啦。係啊。冇啦。我哋暫時可以交到嘅貨係500幾支，冇晒啦。但係500幾支已經超賣咗啦。已經佢你知唔知？我今日一入嚟我就鬧嗰個中間人。冇辦法，唔好鬧，對唔住，係因為本身呢個喺香港都唔夠貨嘅。係啊。所以馬拉都分得好少貨啦，新加坡嘅朋友都分得好少貨。冇辦法，因為嗰個產品好多人好需要。你哋知唔知咩？但係因為咧嗰個產品喺而家喺日本咧，我哋已經落咗單係生產緊㗎啦。因為佢幹細胞咧要培植嘅，佢唔係話咧即係總之培植咧係有一個過程嘅，要嗰個幹細胞，所以唔能夠話我今日落單聽日有。同埋我 OK， 我肯定要告訴你們可以預購眼藥水可以預購。我先跟你們說一句話，你們聽清楚，下一次的價格。我們不能再做138塊，因為這個產品是他們 OK 給我們這個很低的價格，給我們是試試而已。我認真跟你說，我自己現在開始有老花 ，OK， 有些時候你叫我戴眼鏡 ，OK， 然後我的老婆每一天都是戴那個隱形眼鏡嘅，我哋用完之後一致讚好。我唔係同你講笑嘅 ，OK？ 點解你咁中意呢個產品？我想問。因為其實佢冇藥性啦。你會發覺咧我以前都有戴隱形眼鏡嘅，有沒有人都是戴呢個 contact lens 嘅？有沒有？有得打 yes。contact lens 咧越大隻眼會越乾。個眼球咧好似變形咁樣，你會咧好似咧就嚟逼爆，你會缺水啦、缺氧氣啦，然之後個眼球疲倦得好緊要。有人做過 LASIK 咧？我就20幾年前喺香港嘅養和醫院做呢個 LASIK 嘅。做完之後隻眼係好怕光啦、怕風啦，所有嘢都。做完之後。係啊。即係1年2年3年都係咁。20年後都係咁。嚇！其實到而家都係咁，呢個好多人都有個問題。做完 LASIK 啦，你長期戴隱形眼鏡啊，對你個眼睛係特別疲倦啊、老化都好緊要嘅。你嗰個表面嗰個角膜啦、lens 啦係好乾嘅，嗰啲微絲血管咧爆裂都好緊要嘅。咁所以咧，我本身已經有近視啦，再加上我好細個開始10幾歲睇靚。認真問你個問題，你用咗戴隱形眼鏡？唔係，用嗰隻眼水你用咗幾耐？我用咗幾耐啊？係啊，你又用咗幾耐咧？其實我都懶地㗎，唔係好勤力去。冇問題。但係我用咗，我諗係用咗3幾支啦。我個散光老花唔係好嚴重嗰啲嘅，同我眼光嘅問題咧，我20年嘅問題，我用嗰支眼藥水，我以前咧係紅咧，係連個眼角都爆紅嘅。嗰啲微絲血管咧係咧好似咧吸血僵屍咁咧，啲血紅筋係飆晒出嚟，好似畫卡通嗰啲咧，卡通片咁樣飆晒啲紅筋啦，咁好誇張嗰對嚟嘅。但係我用完佢之後咧，佢修復咗嗰啲角膜啦，修復啲紅筋。咁而家咧已經唔會覺得呢啲眼角係紅色啦。我以前咧係眼角都係紅色㗎。即係呢啲位置啊？係啊，好誇張啊，好似吸血僵屍嗰啲就係。但係就因為真係用咗呢支嘢。有，真係好有用。咁眼乾嘅問題解決咗啦，眼蒙啦，跟住咧個視力清晰啦，有翻力啦咁咯。但係我都係一個懶鬼嚟嘅，大家就唔好學我咁，要勤力滴。Suppose 呢一支幹細胞咧，因為佢冇藥性嘅，你唔好咧就係點講咧？唔好話得閒就滴下，唔得閒又唔記得滴咁樣，因為佢咧長滴。你唔使驚佢話滴得多咧，會對個身體啊、眼睛啊造成啲咩傷害，因為佢完全冇藥性，冇中藥冇西藥，純粹係人體幹細胞。佢講緊外泌體呢樣嘢嘅外泌體，即係人體幹細胞培植出嚟嘅。佢用細胞去修復細胞。咁我哋皮膚啊、眼角膜全部都係細胞嚟㗎，包括我哋個眼一毛啊、呢啲眼簾啊上面嗰啲位，全部係細胞嚟。你知唔知？如果今日有賣，你最少要等，我話俾你聽，我認真講嘅，你最少要等10個星期。
最起碼仲要我要預購同佢搶貨。我想買支俾阿媽佢嘅白內障做手術。6星期係穩陣。唔得，你6星期你俾我，我仲未寄過去啊。跟住我公司仲要發貨啊，我最少要10個星期。OK， OK， 等一下，不好意思。OK， 我想問你們一句話。要2個月。你們聽不聽得懂我們的廣東話 ？OK， 聽得懂的話，你們全部撥打一排 yes。我們今天這一場 OK，98%、95%，我們可以用廣東話，因為我怕有些朋友真的聽不懂，因為香港人他也是。我們2個是香港人，我們是想用最好的語言跟你們去溝通，你明白嗎 ？OK，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聽得懂的話，你們先打一排 yes， 我怕你們聽不懂，你明白嗎 ？OK，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跟你們說？為什麼我們跟你們說 ？OK， 那個眼藥水，你們不賣，我說真，你們不賣，真的你們是怎麼說呢？你乾眼飛蚊好好啊，好好。我咪乾眼啦，我媽媽飛蚊。嚇！你媽媽飛蚊？我媽媽飛蚊咧就係講緊，其實咧個飛蚊咧係你如果唔理佢咧，就算你處理咗，佢會翻嚟嘅，即係等於個人咧會老咁解。我唔 keep 住保養，我咪繼續老咯。冇錯。但係我保養一排，我又會靚翻。我靚翻之後，你唔保養又會老啦，咁樣即係咁樣嘅。飛蚊係會咁樣翻來回嘅。咁我阿媽咧有一段時間咧好勤力用咧。即飛蚊冇晒，跟住佢停咗之後，一日幾次？一日滴5-6次啦。5-6次。係啦，可以建議最少滴5次。可以啊，阿祖明。滴5次。係啦。係得閒就滴，得閒就滴，得閒就滴。係啦，讀5次好好啫嘛。講英語更好，我覺得好多人聽唔明粵語。快樂，很多人打 yes。可以啦。你不要說叫我說英語啊，我說英語就可以直接關播啊，你知道嗎？聽不懂就是跟我們講哈，聽唔明就講。我的華語，他不要你破你講，就是老師進來搞嘅。OK， 破你。聽唔明你嘅，針對嘅係你，我啲國語就係咁嘅，冇辦法。普普通通嘅。即係點解我哋今日要再同你哋講呢件事咧？認真講嘅，因為咧，我可以話俾你聽，成個東南亞都冇貨。係咪啊？係一定。成個東南亞。頭先你一入門口問阿老闆話要抄幾支俾你都抄唔到，好似抄幾支，我自己冇啊。你知唔知我今日投訴？你知唔知我慘到咩？我手袋原本咧係每日都有1支嘅，因為阿老闆冇，我就將我手袋嗰支俾埋佢啦咁樣。我而家冇得用咯。你冇得用啊？我冇得保護我隻眼睛，我日日對住個手機，我點可以唔保護自己咧？我都唔想我繼續。咁我想問你，你而家仲唔大概？我冇啦，20年前啫嘛，20年前做嘅係。OK，20年前你做咗嗰個手術之後，係跟住就唔需要大 con，唔需要大 con，但係好乾。但係就經常怕風、怕光，同埋眼睛好乾、敏感，容易敏感。咁其實好紅。咁其實嗰陣時，醫生應該有配眼藥水俾你。越滴越衰㗎，越滴越衰啊！眼藥水咧真係唔建議大家亂滴，尤其是坊間你去買啲養陽水嗰啲都唔好亂滴，就算洗眼水都唔可以亂洗眼嘅，因為咧嗰啲咧你越洗咧就越乾，越洗越乾嘅，你刺激佢咧越乾，你反而咧你有啲朋友有冇人咧係成日流眼水㗎？呢度有冇啲朋友仔或者兄弟姊妹咧係會流眼水啦，乾到流眼水㗎？唔好以為流眼水係濕喎。係其實乾咧就係流眼水，因為水又唔平衡。因為我哋早2日咧，啱啱同香港科技大學咧，我做咗一場啦，專門講眼睛嘅。嗰個眼睛嘅咧，佢就係 check 我個眼，我都好乾。但係有啲人咧乾到直情咧一笪笪嗰啲眼膠啊黐晒落啲眼睛嗰度。一瞓醒冇咯。瞓醒好多眼膠啦，好多眼屎啦，啲分泌堵塞啦，有啲眼咧係循環好差啦，容易有黑眼圈啦。跟住水又唔平衡，眼睛係好需要油分嘅。當你飲食啊、休息唔好啊，或者分泌唔好嘅時候，你好缺油，越缺油咧，你個眼就越乾。你個同皮膚一樣嘅，你冇咗油啦，你個眼就會不停咧就會分泌啲水，越多水啊，水油唔平衡咧，佢就越乾，其實係一個惡性循環咯。所以水同油係要同時並行嘅。我哋幹細胞咧就係幫你調節啦，幫你嘅細胞自己去更新、去恢復，去到佢應有嘅狀態。經常眨眼嗰啲人嘅係咪隻眼乾同埋痕嘅？係啊，經常眼乾同埋眨眼，我都有，我間唔時就係咁眨啊。跟住覺得隻眼好似有啲嘢撩住咁樣。啊，係啦。如果我懶唔滴嘅時候咧，我就會咁啦。如果我有1-2日好唔滴啦，我好懶啦，其實你會覺得咧隻眼睛咧會怕光啊。但係
你 keep 住滴咧隻眼好舒服嘅。你日日都滴咧，佢冇依賴性，佢會修復你隻眼，令到你個眼嘅譬如視力咧更加清楚。譬如你有老花，我講個老花係淺嘅，有冇人係百幾度老花嘅？因為我先生楊先生係百幾度老花。百幾度老花。百幾度老花，咁佢以前咧一睇電腦咧，或者睇手機咧，佢要戴眼鏡嘅。百幾度已經要戴眼鏡噶啦，講真嘅，因為我哋其實係要戴眼鏡。會戴啊！你未去到好嚴重嘅老花，但係問題你都好辛苦噶啦，個距離令到你睇嘢暈啊，或者係蒙啊，或者點樣啦啊！咁咧佢就每一次做嘢，佢開住我咧講直播，好似要對住個電腦，好似要戴眼鏡。佢自從開始用我哋個幹細胞之後咧，滴2次。我以為你滴咗2次啫，2次係咁樣滴2次嚇，2 round 啊，2 round 一日入邊當係1日咁樣計啦。佢即刻擺低佢個眼鏡，佢話我睇晒喎，好舒服。我以為冇得呃㗎，係不過講緊係淺嘅度數。如果深嗰啲咧，真係要慢慢滴耐啲，滴一排，跟住禮拜已經得。你呢個先至做咗啊！嗱，我想講你係要 keep 住修復嘅，因為老花會翻嚟嘅，老花會翻嚟嘅。你們誰有老花的打 yes。OK， 有冇人有老花嘅？如果你而家係80度嘅，如果是100來的度嘅，嗱度數深咧都唔驚嘅，佢會幫你修復嘅。你要舒緩咯，慢慢減輕你個老花咯，減輕都已經好好啦，係咪先？有咩係壞咗，你可以慢慢修復嘅。除咗細胞去幫你修復，只能夠用細胞去幫你修復細胞，就係咁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好抵啊！呢個價錢其實咧，你覺得好似比較高喎，但係問題你諗下，佢幫你佢可以咧。揾到一啲方法去處理一啲你好多年都處理唔到，好似我20幾年做完嗰個 LASIK，我20幾年喺坊間未停過去睇眼科專科嘅，生眼瘡啦、眼挑針啦，然之後咧1年生幾鑊嘅，因為個眼太乾好敏感啦，我成日捽眼，因為乾啊捽啦，同埋斬啦，成日都覺得有嘢啦咁樣。但係其實呢啲咧就係令到細菌容易入侵。但係如果我眼唔乾啦，我唔會咁多嘢喺個眼嗰度嘅時候咧。我冇咁多眼膠，咁我冇容易生眼瘡啊嘛。同埋咧，最緊要係我成日都要塞淚管啦，又要掹淚管啊咁樣。眼乾，我想塞住啲淚水，等佢唔好走。我想儲多啲淚水，但係其實唔 work 嘅。咁以前我嘥好多冤枉錢啦咁樣。咁所以我係過來人嘅身份同大家分享幹細胞嗰個淚水，佢唔係藥嚟嘅，嗰個我哋叫佢做一個潤眼嘅精華液。呢個幹細胞嘅精華液。真係幫到好多朋友，即係其實佢可以修復好多嘢。做咩啊？等於啥？OK，我真的答不了你啊！今天沙單什麼時候可以收到？現在我要基本2個月嘅，你要2個月。我現在要跟後面談，他給不給貨給我？他不給我，你明白嘛？我同你講，而家成個亞洲都搶緊，同埋我同你講多一次，呢個價錢我哋係賣平咗。這個價格是我們賣便宜了，上一次我們必須要賣168。OK， 還有我再問，近視得唔得咧？近視都得嘅。近視佢幫你修復嘅細胞，即係有啲小朋友啊，可能佢就除非你係天生已經嘅眼睛有問題啦，個肌肉啊壞咗或者係咩？如果唔係咧，你話我係老化嘅嗰種咧，佢係幫你慢慢修復嘅，減輕你個近視啦，舒緩你嘅近視啦，令到你嗰個近視嘅情況可以慢慢改善咁樣。一個老花啦、飛蚊啦、白內障啦、青光眼嗰啲全部都用得啦，眼乾啦、紅筋啦，戴隱形眼鏡嘅人一定要滴。因為你唔可以長期俾佢咧隱形眼鏡磨損你嗰個晶體，如果唔係咧會花晒嘅。閃光係咩意思啊？閃光係咪咁樣嗰啲啊？定係散光啊？散光。你哋叫閃光叫散光。佢哋叫散光。我係散光嘅人士嚟嘅，我夜晚咧散光係咧一撇嘢嘅。退化後有散光可以。如果你天生有弱視嗰啲就冇辦法啦。係啦，因為你天生嘅嘢唔可以變翻正常，你生出嚟就係咁咧，就冇得逆轉嘅。你講兩句先，我要你幫我講住兩句先。我捉嗰個人我冇辦法啦。OK， 我問但係我講明先啦，我唔知有冇啊。係 OK， 嗱更正一下啦。咁咧其實咧，如果你有散光，楊先生介紹一下，我先生，如果有散光咧，其實咧我都係散光啊，因為我係我成日都對住呢啲咁樣嘅儀器咧、機器啦、睇手機啦，我個散光都幾犀利嘅。一去到夜晚啦，又或者日頭啦，睇嗰啲路牌全部蒙晒嘅係。咁咧個散光咧，如果我有滴嗰排，我勤力有滴咧，佢令到我睇嘢啲字咧係聚焦嘅，個字嘅形態係出翻嚟嘅。如果我冇滴啊，我懶咧，譬如我懶2個星期。即係唔好話2日唔滴啦，冇咁快嘅。如果我幾個星期我都唔滴啦，或者我幾個星期都唔理佢，
我眼睛又會差翻嘅。我差翻咧睇嘢又矇翻嘅，好老實，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佢要靠細胞去修復啊嘛，舒緩啊嘛，明唔明？但係你話係咪去到完全零咧？又未必去到零，但係佢會令到你好翻好多咯，改善你嘅情況，改善好多咯。嗱，我係100幾度散光嘅，如果我連續滴2-3個星期嘅話咧，我嗰啲字咧全部凝聚晒。嗰啲散光咧睇嘢咧夜晚都唔驚，夜晚都唔怕光，同埋睇嘢咧佢都嗰啲字體都會立體。係 solid 嘅，唔係好 soft 嗰啲嚟嘅。如果散光係會一劈咁樣咧，係溶晒咁樣噶嘛，啲字係一劈噶嘛係。咁你肯滴嘅時候咧，佢就會靚啦，睇字睇得好好嘅。OK， 散光係啦，近視、遠視係啦。如果隻眼冇事咧，就更加要滴，因為你隻眼始終都會老化嘅。如果你想保護眼睛，你就更加要滴啦。咁你唔好等啲眼問題嚟揾你咯。好似我咁，我以前都冇遇到幹細胞。我冇遇到，咁我咪又開始有散光啊，有老花，有好多問題出現啦。但係我如果 keep 住佢滴嘅話咧，我就減少我會有呢啲問題嘅危機啦，冇呢啲呢個 risk 咧會低好多係。多久大概多幾耐會睇到個效果咧？其實咧係真係3-2日就見到效果㗎啦。3-2日啊？睇 depends 你幾嚴重啦。好似我哋輕度嘅咧係真係3幾日，佢咧係100幾度嘅。佢即日已經見到分別啦。嗱，我講一個真實 case 俾大家啦。其實都有好多真實 case 嘅。嗱，我最近咧最令我印象深刻嘅，我啱啱咧就係遇着一個內地嘅朋友啦。佢係飲食咧唔好嘅，因為好多應酬啦，佢有糖尿好高，糖尿上眼。糖尿眼基本係大家都知啦。如果有糖尿嘅朋友係好麻煩嘅，會盲嘅，同埋冇藥醫嘅糖尿眼。咁佢咧就係眼壓好高，眼壓很高嘅朋友。佢係一個眼壓好高嘅朋友，但我同佢食飯嘅時候，我唔知係佢有呢個問題嘅。我同佢食 lunch 咧，因為佢係供應商嚟嘅喺內地。咁我就同佢食完飯，諗住咧就去下一個 location 咁樣。突然間佢就話唔好意思啊，我唔去得住，我不能做。我話咩原因啊？佢話我眼睛突然間睇唔到。佢話嗰日咧佢冇帶到嗰支有類固醇嘅貨糖尿嗰支醫生開俾佢個藥水喺度。咁咧佢就話佢要翻酒店攞，咁結果佢叫人去攞啦，揾咗半個鐘揾唔到。咁我心諗點啊？手夠晒鐘啦 ，set 咗 timing 咧要開直播啦咁樣。跟住佢就我左諗右諗唔對路，好啦，咁我喺手袋拎一支我用過嘅幹細胞出嚟俾佢。我話你唔好介意啊，我用過啦，你試下用啦。呢支咧我啲客戶話有用嘅，供應商都話咧對呢個糖尿有用嘅，我俾佢滴。跟住咧佢就即刻滴啦，佢都好好。滴完之後佢冇講啲乜嘢，我話點啊？佢話唔舒服啲啦，可能有啲嘢滴落去舒服啲啦咁樣。OK， 咁樣大概1個鐘之後佢又滴下咁樣，如是者佢滴咗2-3次啦，即係嗰個晏晝佢滴咗2-3次，跟住冇幾耐佢同我講，哎呀，我看到我個睇嘢清翻啦，即係佢呢個藥水咧，即係唔係藥水呢個，即係證明呢個幹細胞個眼嘅養眼液咧，佢對眼壓高啦，對糖尿眼啦，對飛蚊啦，對呢個叫做白內最修復你嗰啲眼睛嘅疾病啊、炎症啊、你生眼瘡啊、紅筋啊或者乜都好啊，總之係眼乾啊嗰啲咧，全部都係好好嘅。總之係一種退化嘅眼睛嘅毛病，佢都可以幫你慢慢去修補、修復咁樣，去舒緩同埋改善。但係聽清楚，如果你係天生弱視，你係天生有問題嘅隻眼，咁佢幫唔到啦。我哋唔講大話嘅 ，OK，就係咁樣，明唔明？明不明白 ？OK， 明不明白？係每日滴，如果你個情況係嚴重嘅，你更加要滴多幾次。好似我咁唔係好嚴重嘅，你肯滴2-3次已經好好啊，真係。但係咧呢支嘢咧係補品嚟嘅，亦都係用1個月嘅啫，同一般眼藥水一樣啦。咁就係1個月就要掉噶啦，因為為咗係衞生嘅情況，佢冇防腐劑，冇嗰啲化學嘢喺入邊嘅。咁所以咧保鮮嘅程度咧最安全就係30日之內你用完就掉咁樣。其實啊，講真，咁你30日唔捨得用，有冇人買咗嗰支嘢唔捨得用？如果係咧，我就恭喜你，你真係好蠢啊！真係，因為咧你又要掉，你係咪都要掉㗎？點解唔益自己隻眼睛咧？佢係補品嚟㗎嘛，啱唔啱先？所以咧最好就係記得滴。如果你記得滴咧，基本上1個月就用晒，唔會嘥嘅。如果你唔記得滴咧，就真係嘥咗啦，就係咁啦。OK， 所以啊，沒錯，你們打開之後1個月之內肯定要用完它。對。要不要放在冰箱？唔使放冰箱。不要放冰箱。擺喺嗱，譬如你個手袋，我唔知大家個手袋乾唔乾淨咧。即係你如果驚唔乾淨，你就揾個 zip lock 嗰啲袋咧，細細個嗰啲膠袋咧，攝一攝佢咁樣。
你開口嘅位置唔好掂到咯，嗰個眼即係個眼楊生你嗰支藥水嗰個嘴，個嘴唔好篤到隻眼睛咯，驚你個眼睛有細菌咧感染咗嗰個口啊！你明唔明啊？如果你冇嗰個 keep 住咧，即係 keep 住係乾淨嘅話咧，其實1個月係冇問題嘅。同埋最緊要提大家，眼藥水唔好交換用，因為其實咧眼睛咧就係一個衞生問題啦。我哋嘅七孔啦。七孔啊、鼻啊呢啲全部都容易有細菌輸入嘅。如果嗰個人用緊係有菌嘅，佢隻眼睛有細菌嘅，令到你眼睛發炎，咁啊麻煩啦。咁唔關我哋嘅藥，我哋嗰支眼水事係你本身 OK， 你們這一句肯定要用國語跟你們說。你們 OK 之前有下單這個產品，你們不能跟人家去 share 去用，你明白我這個意思嗎？自己用自己的，要自己去用，你明白我說什麼？不要，比如說 OK， 我的眼睛現在有問題，有個紅眼症 ，OK， 如果我用完之後我借給他有可能去感染。對，或者佢有感冒，佢係將個感冒菌咧喺個眼睛個眼藥水度傳染去另外一個人度。明白啦，明白嗎？其實呢啲眼藥水係好個人嘅，大家明白先。呢個係最基本㗎啦，就算醫生啊，任何人都叫你。老闆啊 ，Hello， 老闆，你好。老闆。所以我跟你們說，我跟你們說，我認真跟你們說 ，OK， 這個產品，我先問你們，我認真先問你們啦 ，OK。我剛剛過去跟他那個供應商跟我們說 ，OK， 如果這個產品，我們今天最後一次是介紹 ，OK， 但是你們有可能要等10個星期，你們先跟我們說能不能等。如果不能等的 ，OK 就不要去買。但是我跟你說，我跟他討論很久，我真的老闆都只有香港的朋友都要等啊。老闆都只有60個而已，我跟你說啊，我只有45個而已。OK， 你上次超賣得太緊要啦。對啊，不是我超賣，是他兒子，是他老闆的兒子超賣很多，不是我。對，你們超賣。OK， 是我沒有賣過，你明白嗎？一天要滴多少次？一天大概一天咧建議滴5次啦，最少都滴4-5次嘅。但隻眼冇事咧？你滴到6-7次都冇所謂。但隻眼冇事都滴4-5次啊？冇事你咪滴3-4次咯。OK，沒有。你保護自己。你的眼睛沒有事的。冇事1-2次得啦。我依家滴1次嘅啫。滴1-2次咯，我依家一次已經。唔係啊，都係嗰句，你30日唔通滴30次，你掉咗佢咩？梗係滴落去自己隻眼度啦。因為你隻眼冇你用晒佢啦，咁樣你都俾得錢啦。佢30日都掉。我先跟你們說，老闆跟外人的平台已經關了 ，OK， 已經沒有得賣了，真的沒有得賣，我沒有跟你開玩笑。我要5支都攞唔出，係咪先？5支都拿不出來。你知道嗎？我忘記帶過來了那個新加坡拿2支，現在放在老闆的家。我係可憐到連我那一支我都讓給楊先生啦。我個支咧，原本我手袋都 keep 住有一支嘅，我永遠都 keep 住有一支喺度嘅。我唔知我幾時需要。我唔記得滴啫，唔代表我唔需要佢。你明唔明？我先問你們，如果我要40來套，但是真的要等，你不要催我這個產品。係啊。你們能不能等？OK， 如果你們可以的話 ，always Ryan 衰人嚟嘅。OK， 來 Ryan 壞人啊。係壞人。OK， 如果真的呢 ，OK， 你們先打留言，好不好 ？OK， 如果你沒有打的，我們不上這個產品。OK， 因為我跟你說，我是跟他土鬼男，他們在其他地方賣的價格比我們還貴。如果做生意來說，正常來說，正常來說，是不是給人家不給我們呢？如果你們能等的話，全部幫我打一排 ，OK。It deserve，OK， 可以的，打 OK， 可以的，你們先打 OK。可以等嘅就等啦，呢個係事實嚟，因為我哋要加咗單，啱啱嗰幾日前咧同日本加咗，咁佢都要5個星期啊，5個星期。因為要培植嗰啲。俾你睇產品 ，OK。嗱，有啊，好嘢值得等。係 OK 就打等啦。全線㗎，剛剛不要他從哪裡 OK， 等一下你直接接我啦。我都冇，你可唔可以俾一支我啊？你知唔知我個支我俾咗你啦，我都冇。我2個星期，我由新加坡到而家冇滴過一滴啊咁講。OK 嗱，再講多一次，我哋用國語講一次，乜嘢人適合用 ？OK， 做完手術係啦，可以用。來，我們看看誰適合用。來，做完手術要用 OK， 如果你的眼睛有白內障要用，如果你是有遠視近視，你們可以去用。
還有我跟你們說，你們聽清楚啊！如果你們是有飛蚊症，飛蚊症要用 OK， 然後裏面是沒有藥性啊，冇藥性㗎，可以弄在撈鍋裏面，你佢啦。咩叫弄在撈鍋嗎？滴咗 OK。滴完之後，這個就是我的桌面，你說得對，OK， 因為不能去跟人家 share 嘛，對不對？我馬上打開你 ，OK。老婆都唔好啊！整個香港冇晒貨啊！我唔係同你講少啊，爭到不得了啊！好多嗱，我認真講啊，好多響香港唔同嘅直播頻道都問佢攞貨，我想講香港而家係冇任何一個台可以買，因為全香港都冇貨，我哋冇任何一個台有得買，連 even 我自己台都冇得買。啲貨全部咧，上次馬拉新加坡全部俾你哋搶晒啦，係。咁而家全香港都等緊貨嘅，冇辦法 ，OK。咁啊，大家一齊等啦，好公平啊！我哋冇優先話俾邊個先嘅，一翻貨就，OK，還有聽清楚啊，它沒有那個拿嘅感覺嘅，冇拿嘅感覺嘅，它是很舒服嘅，很冰冰涼涼的，舒服。你們不要放在冰箱，唔需要放冰箱。OK， 但是我先說明先，等一下我們開口，你直接加2就對了。日本的，真的直接加2就對了，我沒有跟你開玩笑。OK， 不要加1，你明白嗎？我跟你說，你最起碼你持續去用。如果你聽清楚啊，你每一天滴3到5次，2到3次 ，OK， 我跟你說，2-3個星期肯定有效，舒服好多啦，肯定有效，肯定有效。唔係同你講笑呢支。我媽媽嘅飛蚊啦，就係佢有飛蚊，佢滴咗3支，佢話飛蚊冇晒，3支冇晒。咁我哋大家咧有飛蚊嘅，你起碼買3支啦。如果你話眼乾啊、眼結嗰啲，你起碼買1-2支啦，因為其實你長期要保護嘅，你明唔明我講咩？即係你等於你搽開護膚品。你今日搽，我聽日唔搽得唔得啊？我淨係搽3個月嘅啫，我第4個月唔搽得唔得啊？唔好話唔得嘅，都可以嘅，咁樣唔會死嘅係。不過睇下，咁梗係有搽好過冇搽咁解咯，就係咁嘅意思啦，係。整個東南亞都沒有得賣，係全部缺貨。日本做㗎，Make in Japan 係香港博士同日本東京大學共同俾大家係咪可以反轉？我唔識用。等一下，你先等我一下 ，OK， 我不說那麼多先。係香港科技大學嘅博士同日本日本嗰個咩大學啊？東京大學。日本東京大學好出名啊！日本東京大學一齊共同研發嘅。嗱，你首先聽我講先，你哋如果要嘅，我真係得45套。我話俾你，我真係得45套，真係2支啊！一套係2支啊？定係點？一支，我一套2支咁冇嘅你咪買數一啦。我叫你套啊嘛。嗱，我講明先。咁你講支 OK， 我先說明先。OK， 我先說給你們。但是我先說明先啊，今天這一批要等。OK， 真的沒有。最起碼8到10個星期，你不要催我。我說明先，下一次再賣，最起碼要再介紹。第一，不是這個價格。肯定不是這個價格 ，OK。第二，下一期你要再買的話，要等4個月之後。我跟你說，今天你要買，我45套，你不要加1。我跟你說，一個人最起碼賣2支，明白嗎 ？OK， 我不會說那麼多 ，OK， 不能送啊 ，OK。2支冇錢送啊，嗱，聽清楚，45支，你們自己去查，好不好 ？Admin pin code piece。下一次肯定是168，我這一次很榮幸啊，我可以做一次啊，多少錢？138塊，確是 D1 加你們要的數量 ，OK。過馬年前，我盡量 ，OK。我在香港收到之後，我這一批我空運給你，好不好 ？OK， 你趕去打，好不好？Cox D1 238，最簡單，你買多幾支好過你等下一場又唔知等幾時啦。因為每一次咧係要配積㗎，我哋要喺美國咧去攞一個，佢咧係2-3 gram 個幹細胞，啲啲咁樣啦，好似你攞一汁鹽咁樣啦，煮個飯咁，啲啲鹽啫咁樣個幹細胞，佢要幾百萬美金，佢個種係好貴嘅。飛蚊症可唔可以好？你講你 OK 嗱，他媽媽就是飛蚊症。你買3支飛蚊症，你買3支，你 keep 住滴啊！你3支用晒，你話幫我聽，你翻嚟同佢講就得㗎啦，係。你會係愛上佢嘅飛蚊啦、眼乾啊、然之後散光啊、老花嗰啲全部都有用㗎 ，OK。快啲打，你幫你屋企人買埋，你可以係。飛蚊症。老人家，你如果屋企有老人家，你一定要幫佢買啦。OK。好舒服嘅，有滴沙好遠㗎。遠視
OK， 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壓高，眼眼压过高，糖尿眼，糖尿眼。OK， 白膜没有 fit， 真的没有 fit。I'm so sorry， 我们这个价格是给你俾錢啊，你給錢我都沒有辦法給你貨。I'm so sorry 啊 ，Lucky， 沒有貨。I'm so sorry。OK， 我跟你們說，今天我們關播之後，我們這個 code 是直接關掉。啊，沒有貨的，所以其實佢今次日本貨咧係分少少俾佢嘅咋。咁我哋香港直情成個香港嘅直播台都停晒，所以大家嚟緊知道幾緊張啲貨咧翻嚟香港，我哋仲要俾唔同嘅直播台，所以根本係供不應求。我認真咁同你。咁你哋今場落得到單，你打到就打啦咁樣。Long term 要長期用最好。如果你可以有能力咧，有能力就最好長期用。這是幹細胞，就長期令到你眼睛很健康很好的。但如果你說我只想我不能夠，我只能用一段時間，那你就用個3-4個月了，你肯定會舒服好好。對，尤其是眼睛有問題。OK， 下一次是買168，沒有辦法，因為這個是幹細胞，你明白嗎？它幹細胞是便宜不了的。長期賣可以，但是下一次要等。不知道什麼時候。OK， 你可以你如果沒有太大問題，你就買2-3支就可以。如果有問題的，建議就多買幾支，因為你可以一直在用，免得你想用的時候。因為咧有啲朋友咧係糖尿嘅，有糖尿眼的人就是很需要這個眼壓降下來，這個對糖尿眼啊對眼壓很好，降眼壓好好嘅。係啦，有啲人個眼啊好攰啦，隻眼咧會爆炸，好似逼爆咁樣。你用呢一個，你覺得好舒服嘅，嗰啲眼壓會好快降落嚟啦，個眼睛嘅乾澀啊、怕光嗰啲感覺都會冇嘅，咁真係非常之正嘅。尤其是天花板級嘅而家呢個。尤其是如果你們的眼睛曾經做過手術的，如果你現在我跟你們說 ，OK， 你有飛蚊症，如果你們是有白內障，如果你們是有近視、遠視，還有散光，還有糖尿眼，你真的要用。還有老花 ，OK， 老花我跟你說 ，OK， 楊生，係咪講老花好勁啊？講老花，不是跟你開玩笑，最後9套沒有了 ，OK。還有我跟你們說，殺一次168 ，OK， 殺一次，我先說明先168沒有得買，你不要相信我，你相信他就對了。整個香港都在炒，OK， 還有 OK 咩啊？今次之前嗱，即係 If not open 2年 last 2 years， 係有2年可以保質期，有2年、3年保質期。如果最新呢一批係啱啱落單嘅，如果你哋翻到你手上有3年保質期，所以你趕緊去買。呢一場係最平㗎啦。這個是最優惠的，這個沒有辦法便宜，因為它從日本來，大家知道日本的都是真的很貴，你明白嗎？它是做優惠給我。它不是植物幹細胞，佢降細胞好多種，有啲係動物降細胞。你哋都知啦，如果係動物降細胞，你哋馬來西亞波都成日有嘅，都賣得唔平嘅。植物降細胞都可以好貴嘅，但係我哋呢個係人體降細胞，人體降細胞。係啦，佢係3D， 佢仲要係最吻合人體嘅，咁所以咧對細胞修復係非常之好。OK， 誒楊生你出嚟講兩句。It's from Japan。OK， 你話咩老花咩啊？老花啊，她老公啊！以前咧，我咁樣睇呢啲電話裏邊嘅字仔咧，講普通話。冇啦，有埋搞你搞下先啦，搞下先。不要這樣子，我跟翻啲新加坡普通話先，不要這樣子啊！我普通話很普通的，不要搞啊。OK，Make in Japan 啊。呢一個咧係香港科技大學，因為香港科技大學好出名嘅，都有好多博士嘅。咁香港科技大學咧研發咗一系列幹細胞，佢同日本嘅東京大學一齊合力去做呢一個產品出嚟嘅。咁都係一啲大學嘅科研。是香港大學跟日本一個大學。東京大學一起合作研發出來。係一個生命科技。係咪總監就話攞獎就你知？係啊，攞嚟啊！個獎唔使得攞咗獎啊！攞獎嘛？攞獎係另外一個，嗰個係線粒體成個系列。OK。哦，成個系列。線粒體，我哋係做成個設計呢個佢點樣樣咧？我解釋俾你聽。都係博士話俾我聽嘅啫。我啱啱早幾日喺香港攞咗全亞太區嘅人獎。外媒體擺眼睛嘅幹細胞咧，就唔係就咁，你細胞係圓形嘅。OK， 佢咧就好似插秧咁樣插入去你嘅細胞度。佢嘅技術咧係好難做嘅。雖然個名叫幹細胞，
坊間大把嘢叫幹細胞，但係佢呢個技術係插入去，直情入咗你個細胞度，令到你回復正常。呢個技術係全世界佢哋專利嘅，冇人做得到。頭先我我想問咧，佢係蘇歐啦，我記你問搬埋就搬埋。蘇歐。你連之前你講就因為你做直播嘅時間，係佢經常要睇電腦，係跟住就佢戴住個闊路花鏡，冇錯。咁但係呢個係2.0版本，因為咧我哋翻嗰批貨咧都係講緊1個月前先翻嘅，全部賣晒㗎啦。1個月前佢都仲係用緊舊版本，你而家係買嘅最新版本嚟㗎。百幾度，跟住就嗱，我開電腦咧初期咧係睇到嘢嘅，睇下咧蒙啦，開始有影啦，我就要戴老花鏡啦。咁依家開始我睇一晚電腦，其實你蒙你就要攞眼鏡啦，冇得拗嗰啲嘢。但係我成晚冇戴過眼鏡。你係每日用幾次啊？我依家用1-2次，初頭咧要4至5次嘅，等佢慢慢啲細胞衰老嘅細胞修復翻、年輕化翻，咁你咪年輕化咯，成隻眼睛年輕咗，你咪睇翻嘢咯。就係其實個原理好簡單，但係個技術非常之複雜。非常之複雜，老花大概用幾耐？要睇你個嗱，因人而異。你有幾多度啊？你睇你幾多度？真係因人而異，因為每個人嗰個度數、嗰個身體狀況都唔同。我哋答唔到你嘅，但係你枕住用咧，你一定有效果。係啦，你一定會見到效果。你一定會有效果。所以呢個係 guarantee 係啦，即係我用同我老婆用都唔會一樣嘅個程度。可能佢用3日，我要用1個禮拜，但我咧就滴咗真係1個月內。我真係我依家我個眼鏡我唔知擺咗邊。封晒塵。我真係唔記得咗擺咗邊。周圍擺。因為我冇用過。封晒塵。我唔見咗。唔見咗副眼鏡。我唔見咗，但係我唔使揾佢啦嘛。係啊。OK， 我再說多一遍，你們打開之後要1個月之內全部用到完。衞生問題。OK，你們1個月之內馬上用到完啦。OK，基本上1個月都掉㗎啦。還有你們今天下單的朋友，你聽清楚啊，這個要等啊。我先說明先啦，如果你能等，你才下單 ，OK， 要等大概10個星期，因為之前那一批全部已經全部賣沒有貨了，真的沒有貨，我沒有跟你開玩笑，不是亞洲沒有貨，是整個世界沒有貨，因為這個產品真的不是跟你開玩笑。上次我哋都講係會冇貨㗎啦，係冇呃大家嘅。真㗎，唔係講笑㗎。上次我哋 hold 咗少少貨，係淨係貨低溫製造到出廠都要5-6個星期。係啊。再嚟到我哋手上，再派俾你，點都要6-7個星期啩，最快㗎啦，即係盡快。它的老花100多包 ，OK， 100多，好似160幾，160多，我又正式我唔記得咗，但係我散光，我夜晚揸車都唔使戴眼鏡嘅。散光啊！散光，哇！你明白夜晚揸車對頭車嗰個恐怖程度係點樣？睇唔到啲車牌後邊嗰個。我一定要戴眼鏡啊！呢個係，如果唔係會炒車。用了多少支和用了多久？用咗唔使2支。OK， 他用了沒有2支咧？唔使2支。他效果很好咧。正式統計我又冇話。但係嗱，我想講，你用完之後，我覺得好啲，你咪可以 keep 住喺度保護個眼睛。日常滴一滴。日常滴下咯，滴1-2滴咯。但係都係講咧，開工之前滴一滴。就係咁簡單。係啦，每日滴下當保養啦，跟住食濕片紋保養。同埋嗰輪你攰啊，捱夜捱得多啊，煙酒多咗啊，咁你咪滴多幾次咯。你自己知自己事，呢啲我答唔到你，老實講。因為每個人嘅休息啊個作息唔同嘅，你對住個電腦嘅時間同我對電腦嘅時間都唔一樣。而家我企喺度咧，望到個電話好清楚，冇依法每一天可以用多少次？佢建議用4-5次啊，咁樣最少用4-5次。都可以嘅，如果你嚴重嘅，你用多幾次 OK。因為它不是藥嚟，係不是藥，它是佢眼睛嘅補品。多咗咧係走翻出嚟嘅，冇所謂㗎，唔會對你有生熱嘅，就咁簡單。係啊，佢係一個幹細胞嚟嘅，多咗食多咗嘢。你唔好講，我賣晒，我唔理你，你俾多12支，我唔理你，你幫我死掂佢，我真係賣晒。你叫佢跳樓跳河跳樓，你冇用啊，跳河都冇用，得唔得？嗱，我俾時間你，但係你俾。你唔好滴啦，唔好再開啦。OK，one day，OK， 來一次，admin，最後12支 ，OK， 我跟你們說，然後你不買我沒有辦法。嗱，我覺得係咁，你自己用。最後咁有冇人有屋企人有啲係都老人家，尤其是有冇啲係臥床嘅老人家？臥床老人家最慘，佢
視力咧係衰退得好快，尤其是食藥啦，食西藥嗰堆，食得西藥多咧個視力都好差㗎，佢影響你成個神經系統。哦，好。咁我建議大家一定要買下俾老人家的。近視有幫助嗎？有啊，你係咪天生嘅近視先？如果你退化近視咧係有嘅，即係你個眼睛咧係因為使用唔正確嘅方法啦，用得唔好啊，咁樣你退化咧係有幫助嘅，佢會幫你舒緩嘅係。不要放在冰箱裡面。唔需要擺冰箱。Cindy，不要放冰箱，你直接 OK， 我跟你說，你放哪裡？放在你的包包裡面。係啦，放喺乾淨嘅地方得。你放在你包包裡面，你拖延之間 OK， 你覺得我很累咧，我到底一點。OK， 我跟你說，每一天你可以滴5、6、7次，沒有關係。朝頭早滴一次，起身嘅時候滴一次啦，臨瞓要滴啦。嗱，中午時間你滴下啦，因為中午你翻工啊嘛，你食飯前滴下，或者食放飯嘅時候滴下，跟住晏晝攰嘅時候，下午嘅時候對住最眼瞓嘅時候又滴下咁樣咯，明唔明啊？咁你夜晚滴下，其實已經係5次㗎啦。其實2、3個鐘滴一次已經係5次。OK，Day One，Coke is Day One。上一次賣全部是168，現在最後12顆。Last 12，最後12，你快點去沙灘。這一個是日本 Made in Japan，香港大學跟日本大學共同去研發這一個產品。香港嘅科技大學。香港的科技大學和日本的東京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好出名嘅，做啲生物研究啊，做呢啲科技嘅研究係好好嘅，好叻㗎佢哋。138塊，最後12支，我沒有跟你開玩笑啊。OK， 這一個產品，我不管是老花、近視、遠視還有那個青光眼，還有經常戴隱形眼鏡，還有就是老花全部都。眼壓高。OK， 還有剛才他說糖尿病。糖尿眼。糖尿眼。OK， 剛剛他說一個，如果你的老人家是經常躺在床上，食好多藥OK， 吃很多不同的你的那個眼睛經常都是那個視力衰退的。你買給他去用，OK， 我跟你說，老人家用特別覺得有效，因為佢眼睛差。你一支138可以改善你的眼睛，一點都不會。它不是藥來的，它直接真的是可以改變你的眼睛。OK， 來最後8套 ，OK， 你就盡快去沙灘，這個真的有效啊。OK， 你要的你自己去沙，好不好？OK，Amina， 最後你看看啦 ，OK， 還有我先說明先啦。這個要經常去過站，馬上去過站，因為我要跟他說，OK， 多少支，然後馬上安排。我這一個，你先聽我說啊，我收到之後我可以空運給你，但是他們做出來從日本寄過來要5到6個星期，然後我再寄過去你那邊，你有可能等8到10個星期。明白嗎 ？OK， 要等8到10個星期啊！如果你可以，你猜一下，明白嗎？之前在外人在 Patch 那邊賣的 ，OK， 我跟你們說，他那一批已經在弄了 ，OK， 他們2個都已經關口了。我整個 Home Family 是我撈最後一個可以接效 ，OK， 來聽我說，最後5個 Last 5 only payment 單，你們自己打 payment 單。還有你聽我說，你們今天這一批是最新的年份，有多少年？3年。OK， 所以你趕去買 OK。戴 contact is very good， 必須要的。必須要的。我的哪一天我老婆就是戴 con 嗎？就直接戴就 con 去抵，很好，沒問題。你呢？如果呢，你戴 contact lens，滴坊間的一些的眼潤水就最好不要，那些會有依賴性，那些沒有改善的東西，它純粹是一種水分滴下去，它會越滴越乾的，它沒有修復的成分。但是這個有修復的成分，它是幹細胞，它修復你的眼睛的分泌啊，它令到你水油平衡翻，咁呢你就會好好啦，明唔明啊？佢係有一個治療嘅性質喺入邊，佢係幹細胞，佢雖然冇藥，但係佢用幹細胞去修復幹細胞，佢係由根本開始去針對你嘅眼部嘅問題，任何嘅情況都可以改善。唔係講真，咁所以我覺得真係爭好遠。其實我冇呃你㗎。睇嘢真係清楚。你淨係睇字，淨係睇手機，攞本書嚟睇下，你未滴之前同滴之後咧係2隻眼嚟㗎，2隻眼嚟㗎，係真嘅係。你知我嘅，你唔好望我，開始你知我嘅，OK， 嗱，你知我嘅，OK， 最後，來我看到啊，我沒有戴眼鏡啊，最後3套，現在這個 OK，TAM CH OK 加1，最後2支。
我跟你說，你還不買3次168來，我再抵。放心，沒有藥水。OK， 你自己冇藥嘅，冇藥㗎，你係咁滴就得。如果藥咧，即係譬如你喺醫生嗰度開嗰啲咧，無論你係咩藥都好，幾專業都好，都係藥。嗰啲係會對身體有一啲毒性嘅囤積嘅，尤其是類固醇係真係唔建議大家去亂咁用嘅，除非你真係逼不得已咧先可以先去用啦。如果唔係咧，你有得揀都唔好用。眼壓高嗰啲咧，眼壓高啊，糖尿眼你就用佢啦，你就用佢啦。好過你積好多類固醇。誒，就是如果現在有糖尿病，也要用嗎？散光有幫助，我咪散光啦，我係散光啦，我眼乾啦，同埋我有少少老花嘅。阿楊生都係老花又係散光嘅，咁我哋就係用呢一支咯，咁樣 OK。好簡單，近視嗰啲都 OK。我而家就係想我個女咧避免近視，因為小朋友好多時咧就係對手機啦，成日匿喺個被竇，驚你鬧佢嘛，仲衰熄咗燈都仲要繼續玩手機。嗱，所以一定要買俾屋企嘅小朋友用。你幫我睇啱定唔啱 ？OK， 我講講第二次啊。Sophia Low，OK， 散光有幫助改善嗎？啱唔啱？啱。然後抄 D1+1+2，OK， 這一批會星期會跟前一批發貨一起到嗎？不會。這個不會。OK， 嗱我近啦，我係咪頭先戴住眼鏡啊？而家我真係咧，我唔係講笑話，要長期用嗎？嗱，長期用咧 depends 你嘅需要啦，睇你自己嘅情況啦。你明唔明我講？可以長期用係冇問題嘅。你想長期，即係等於你搽一個優質嘅護膚品咁。真係咧。呢個優質護膚品，你需唔需要長期用？即係你用開好啦，你一定想長期用嘅就咁講。我食開一個產品。哇！人人都需要幹細胞㗎啦，人人嘅細胞都希望靚㗎啦。我哋點解要衰老咧？點解有疾病？點解有炎症？係因為我哋細胞發炎啊嘛。我哋個眼都全部係細胞嚟嘅，身體皮膚全部都係細胞。咁你個細胞一發炎一老化，咁你咪衰退咯。咁你想唔好咁衰退啦，唔好咁快有問題啦，咁你咪 keep 住長期用啦。呢個真係純粹睇你個人嘅保養嘅，明唔明啊？呢個係保養啊，咁樣你明唔明我講咩？大家用得明就打一個1字啦，咁樣。OK， 明不明白？他說什麼？明白全部幫我打冇強迫性嘅，冇強迫性嘅，你停咪停咯。咁你話想用嘅咪用咯。咁呢個係冇強迫性。我看到了 ，sold out。Hong Kong Home 打出來的，我的 app 打出來了。OK， 第一期說了沒有了。OK， 你不買沒辦法，真的沒有辦法。OK， 不是我真的，我不懂說，這個洗別好用。OK， 說完。其實很好用的。OK， 咁你用完之後咧，你其實好想揾，好想繼續用嘅。呢個係每一個用嘅。Stephen Wong Nancy V Ming，OK， 就是這個 TAMCHERY。OK， 我看到了。對啊，好清係咪？每一個字都好我清。都冇戴眼鏡啊！我睇到你哋啊 ，BB 你講乜鬼嘢啊？俾咗咩啊？俾咗錢啦 ！OK， 做得好，非常好。OK，well done，good job。OK， 來啦，不囉嗦啦。第二個件產品不關眼睛的問題。係。OK， 第二件產品我哋正式介紹啊！而家先係正式介紹產品。其實咧，我哋本身真係冇打算介紹嘅。OK， 但係唔覺意介紹咗就冇辦法啦，係嘛？OK， 突然之間可以攞到頭先45支加12支，我記得。100支樓下。唔係45加12，即係57支。57支，老闆啊，一開始買都得60支嘅，我有57支，我都犀利。我同你講，嗱，我講明先啦，這個要盡快去過帳啊！盡快去過帳啊 ！OK， 嗱，等一陣啊，我睇到用得好，可以跟撈哥下單再買。可以嘅。我冇戴眼鏡啊，我睇到你講嘢啊。但係咁，如果用得好，你要。佢咧，佢冇可能一支咧由呢度發過去俾你，個運費太貴啦。佢要一 lock 貨去運嘅，所以每一次咧都要佢再開貨嘅時候，大家要等貨咯。你明唔明啊？係又要我哋咁啱，我哋有貨啦。所以嗰個時間啊，同埋個貨物啊，即係嗰個流程啊，所有要配合得好嘅，唔係話你想要就有，我哋可以 supply 到。因為香港都好瘋狂㗎，佢哋一開都一場咧係1000幾百啊，最少1000幾支咁樣去㗎。佢哋係真係好癲嘅，係香港啲朋友用過1.0，佢知道2.0更加勁，1.0都已經好好啦。而家呢個係最新嘅2.0嚟嘅，更加好，所以好多人搶。升級版。呢個升級版。OK， 來不囉嗦，每個朋友幫個忙，好不好？先幫我 OK 刷一排愛心。哎呦！水為財，水為財。好彩我避得到，小心你。我冇事。哦。冇事。我靜。
阿撈哥好興奮，殺死我！冇事冇事。太興奮啦，撈哥！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水為財，我杯嘢冇得飲啦。加水得㗎啦，加水。嗱小問題，小問題。呢杯嘢真係好飲，我唔係講笑。OK，sorry 啊，sorry。加好多轉水都仲有。好彩我自己並不是。冇事。sorry。OK，你們每個朋友幫我刷一排愛心，給 OK，啦啦，好不好 ？OK，刷一排大大的愛心啊！麻煩你們。係啦，thank you。我來。多謝。 Thank you。暫時唔會喺香港藥房，因為都唔夠賣，所以不夠賣，還去香港藥房。落唔到啊嚇。OK，但是說真的啊，這個產品呢，真的是補品嚟。係啊，好補啊。真係叫做補品嚟。咁咪冇啊？唔係劈喺地下度，劈喺地。來，我們正式介紹產品啦，正式介紹產品啦。OK，哇係，咁開心你推一路推，又可以睇緊電影咁。下次唔好俾 Ryan 買。係啊，下次唔俾 Y 人買。OK，唔得啊！哇，下次唔俾 Y 人買大鑊。OK，感謝。加滾水。呢杯嘢唔係講笑，呢杯嘢真係好好飲。OK，一路做直播可以做咩化痰止咳，又可以潤喉。OK，嚟第二個產品，聽講呢個產品係你最愛喎。啊，係啊 ，Venus Sky 呢個咧都好多香港嘅藝人會用嘅，真㗎？係一個英國嘅品牌，但係法國做嘅。因為但係佢哋冇俾代言費啊，冇俾代言費咧，所以我哋就唔講邊個明星用，你明唔明白我講乜嘢？冇事，水為財，我真係睇到那字，我唔係講笑，我滴咗2次啫，一陣間我再滴到，我睇埋你嘅內心添，我唔係同你講笑啊！睇穿咗，睇穿你嘅內心啊！一陣間我再滴多幾下 ，OK， 我收佢一筆先。哎呀，冇事啊，2滴少先。OK，嚟。老婆唔喺香港就咁論盡啦。係真係麻鬼煩我老婆。OK，嚟 ，OK，這個產品是什麼東西？嗱，呢一個咧就係一個精華嚟嘅 treatment lotion。嗱，咁呢個咧我首先介紹下呢個產品嘅背景先。倒瀉落蟹，我睇到你打字，我咪講笑。係啊，呢個品牌咧係英國品牌啦。其實佢之前喺Ryan 嗰度有介紹過嘅。有啊。貴婦膏啊，乜好多朋友都識嘅，其實係。之前這個產品，我們曾經 Ryan 跟老闆的平台買過，你們 OK 有沒有用過？有的。你們幫我打留言出來。OK。我跟你們說啊，之前就是帶包單這一個產品，我們第一標就是賣這一個。OK，你們有沒有用過？這個是什麼東西？呢個係一個精華嚟嘅。嗱，佢呢個品牌英國嘅品牌嚟嘅，但係喺法國製造啦。咁啊純天然嘅，亦都係冇化學嘢。咁佢背景就係設計為一啲容易皮膚敏感啦、好乾啦，或者你係本身咧，就算有濕疹底嘅人咧都用得。濕疹嘅意思唔係話你濕疹發作緊，佢就算有紅斑狼瘡啊、濕疹嘅人啊，都可以用到。但係當然你唔係話我爛緊啊、爆緊血嘅時候去用佢，但係你傷口埋咗冇事冇幹咧，你可以用，可以保濕啊，幫你修復你嘅皮膚嘅。嗱，而家我哋今日佢其實有好多嘢，我哋就唔介紹咁多，我哋仲講一啲佢嘅新嘢啦咁樣。咁呢個叫做 Venus Sky。咁而家我手拎呢一支咧係一支白麗露醇。白麗露醇嘅一個緊緻嘅絲滑嘅lotion。所謂 lotion 咧就係佢稀啲啦。佢係精華嚟嘅，呢個係精華嚟嘅 ，sorry，精華嚟嘅呢支緊緻精華，佢入邊有呢個中女肽啦，中女仙三肽啦，有唔同嘅勝肽嘅，有4勝肽，有3勝肽啦，有蘋果幹細胞啦，有透明質酸啦。佢對皮膚有咩好咧？抗氧咯。抗氧化。因為蘋果幹細胞大家都知咩咧？你自己咪成日經常用呢支？我都成日用㗎，因為都轉季，香港你知咧都季節分明嘅。咁好似而家我哋咁啦，容易乾燥。我哋有時候去馬拉，有時候即刻翻香港，一日係個溫差相差好遠。佢哋塊面仲乾燥，因為佢長期曬，長期係啱唔啱啊？你哋咧開冷氣啊？開冷氣開空調開冷氣，你哋有冇開冷氣開空調？我想講新加坡啲人嗰啲多少個零就可以睇到你講嘢，波點姐。唔好睇我銀行有多少錢就好。我睇穿你嘅，用完啲資就唔好意思，繼續。係啊，咁咧呢個咧其實係一個新品啦，亦都係一個精華嚟嘅。咁俾大家睇下個質地先，好水樣嘅。哇！呢支新嘅喎。哇！好水潤嘅。好潤啊！係啊，咁你全面全頸咁樣搽，
眼底咁樣搽埋都得㗎，佢好快去修復啦，同埋咧佢好吸收。我跟 Y 人買過，用了皮膚之後很緊又光亮，係啊，我哋都好中意用嘅，同埋佢好補水、好保濕嘅。咁譬如入邊佢有白麗露醇，因為其實超級抗氧化係白麗露醇啦。跟住有唔同嘅勝肽，3勝肽、4勝肽，有蘋果幹細胞，有透明質酸，而呢啲咧全部都係加速我哋皮膚咧，令到嗰個屏障係更加穩嘅。因為屏障所謂嘅屏障就係表面啦，同埋深層屏障咧，你修復佢啦，唔好令到佢容易敏感啊，容易泛紅啊，或者你做完肌有冇人做 facial 啊，或者係做啲 treatment 啊？你哋有冇介紹？佢哋有，都有啦嗬。嗱，你做完之後咧，用呢啲咧去搽做個基底啦，咁啊搽完佢咧，佢係好保濕㗎，係幫你個皮膚修復。最後定幾時用啊？其實 depends， 我睇下你今日介紹啲乜嘢先。1 2，睇下入邊先。睇下有冇一支支嗰個。冇一支支嗰個。嗱，咁咧，如果你屋企啦有一啲咧好薄、好幼細 ampoule 嗰啲咧，咁你就將個 ampoule 咧用喺佢之前啦，呢個就用喺 ampoule 之後啦。跟住咧，最後就加面霜。總之佢係一個精華啦。你睇個質地都知道佢係一個厚啦、rich 少少嘅精華。佢 rich 啲啦，咁你咪擺厚少少咯。好薄啊，好幼細嗰啲咧，咪再擺前啲咯。咁如果你話我冇啲好一支裝好水嗰啲喎，我淨係得呢種啫。咁你就將佢用一個做精華底咁就 O K 啦，即係爽膚水之後直接用佢，再用面霜。如果簡單就係咁樣。你知啦，精華有 N 種，所以我答唔到大家，唔知你屋企有啲乜嘢咁樣。但係你可以睇一睇個質地。如果你質地好薄嗰堆，你就擺最前，或者係最容易吸收嗰啲擺最前。簡單啲咧。跟住就呢個擺後少少。日日都用，你哋用唔用就係咁簡單。總之敏感肌可以日日都開，我睇到啦。OK， 唔開定唔順冷氣啊嘛。OK， 我同你講，我真係睇到，我唔係講笑而家。OK， 嗱，例如咁講，你係有敏感肌，如果你哋係有濕疹，如果你們是有敏感肌，如果你們是有濕疹 ，OK， 如果你們的皮膚很乾，好乾 ，OK， 每一天去用這一個，或者係成熟肌膚老化嘅，你想預防老化啦，你想保護佢啦，總之有彈性啦。因為其實抗氧化離不開啊，就係要有皮膚恢復嘅彈性啦、水分啦，同埋咧就係令到嗰啲紋啊冇咁犀利。因為其實個水分夠啦，嗰個膠原蛋白夠咧，你個皮膚就冇咁容易有紋嘅。呢個係定律嚟㗎啦。咁所以精華係一定要用嘅，同埋呢支係一個好高規格嘅精華，同埋個價錢平。價錢平唔平啊？等，你唔好亂咁講啊！等我嚟下呢個嘢。OK， 係啊，等陣先嚇。OK， 你睇下我都唔知嘅。OK， 我同你講，聽我講先，我呢支咧會有30幾支，30幾支。如果你係今日落單，我自己，我私人銀荷包。我送一件嘢俾你。唔使戴眼鏡喎。我真係唔使戴眼鏡，我睇到佢寫字。佢滴完我睇到佢哋打字有用。你平時睇唔睇到㗎？睇唔到啊！你平時真係睇唔到啊？嗱，大家我想問你們，你知佢平時睇唔到㗎。你們幫我打個嘢，我每一天做直播是不是跟你們是我要戴眼鏡跟你們溝通的？是的話，你們先打 yes。是的，你們打 yes。OK， 現在我真的看到你們打字。我都幾個星期冇滴啦，可唔可以有一次俾我？這個問題 OK 是嗱。我問我的 ，OK， 我平常做直播是每一天戴眼鏡跟你們看直播，對不對 ？OK， 你們先打留言，來，我跟你們先說啊 ，OK， 我先拿走這個，哇，呢個超好 ，OK， 好啦，咁啊，如果呢個開唔開曲俾佢哋啊？呢個其實好簡單使用方法，就係一個精華咯。嗱，你睇佢打咩？你哋全部見到打 yes，OK， 阿 V 打 yes，OK， 真係有好好嘅分別嘅。我日日都戴住眼鏡㗎。日我睇唔到啊！未試過唔戴眼鏡嘅係咪？未試過。有一日你知唔知啊？曾經有一天，你知不知道？曾經有一天我去薇薇的家，我忘記戴眼鏡過去，然後他們坐前面幫我做直播，我要站在後面，因為我看不到，我要看自己的手機跟住看。真㗎！你哋有冇睇？我同我去咗維維屋企做直播嗰日，我係冇戴眼鏡㗎，因為我唔記得帶過去。係啊，我睇到你哋阿 Abby、Wendy、Lancy，OK， 然後我睇到你哋真係睇到。你個眼睛有咩問題？嗱，老花咯。哦，老花。我唔係睇呢部電話，我係睇住呢度嘅喎。OK， 嗱，你們幫我搶部隨便打一條嘢，隨便幫我打一條嘢。呢個係事實啦。呢個厲害嘅東西。OK， 嗱，我不囉嗦聲。這一個產品，我跟你們說，在法國裏面，法國買的 ，OK， 不便宜的。
大概它的價格是188塊，OK 新幣啊。但是如果今天你們下單的話，你不要相信我，你相信他就對了，他每一天都在用，OK。你聽我說啊，今天我給你好好的價格。如果你今天下單馬上去過賬的朋友，我私人送一件禮物給你們，好不好？如果你們要的話 ，OK， 先幫我刷一排大大力的愛心，好不好？麻煩你們，我拿產品。大大力嘅愛心真係好多愛心嘅意思係咪？對，好多愛心啊！哇，呢個嘢好貴喎。係咁啊，有嘢送，今日有嘢送係咪？係點樣送啊？我都唔知啊。佢你加單我就送㗎啦，唔係你送。哦，你送啊？係啊，好偉大。全部我送。多謝老闆。OK，32套，你今日有落單，我就送俾你。哦，即刻送嘅。套啊！送32套。係啊，你有冇計錯數啊？300幾蚊喎！你送咩？梗係唔得啦，300幾蚊都計錯數啦，300幾蚊。呢盒好嘢嚟㗎。好嘢。呢盒真係好嘢嚟㗎。OK，我成盒送俾你。我同你講，淨係運費都唔平。阿媽，你真係好大盒嘅。我首先俾你睇咗先。聖誕禮物啊！哇，係喎。好似聖誕禮物。咁犀利！我俾你睇咗先啊。成個呢盒嘢真成套係。專業化妝素。呢盒嘢我同你講啊，我曾經上次摸過佢嘅手頭，好柔軟，好舒服。OK， 等我陣啊。呢盒嘢我陣啊，wait a minute OK， 我唔知你之前有冇買過。心心拉拉，心心拉拉。OK， 我唔知你之前有冇買過。落單可以要娜姐簽名啦。哎呀，要我簽，要我嗱，我係咪真係睇到？點樣簽到？我係咪睇到你打字啊？我係咪睇到你打字啊？哇！呢盒嘢喂，你 Bernard，我私底下 send 俾你，私底下簽俾你。喂，唔好你唔好講呢啲啊！全部私底下緊你啊！OK， 唔好講呢啲啊！嗱，呢一套嘢 OK， 講兩句啊！呢套咧係好好用嘅，有埋嗰個化妝嘅 sponge 喺度啦，呢個。呢個有個 sponge 啦。呢個好有。呢個有一個大嘅粉掃啦，跟住你中意做咩？做呢啲位又。跟住呢度仲有4支乜鬼啊？畫眉啊？呢個係一個。呢四支。呢啲都係啦，化唔同嘅位置啦，化呢啲啦。全部擺落去就可以。OK， 明白？Why？OK, sister 咩？so good allow 乜鬼嘢 no good 咩意思啊？你做乜話我 ？Why sister？ 嗱，我係咪睇到打字 Madam is so good, and now Mandarin is no good。我my Mandarin is so good 啊！冇辦法啦，明星係咁噶啦。OK， 佢肯定好。我不囉嗦，32套啊。OK， 喂呢個成套送俾你啊，成套啊。OK， 你有加一就送一套。Nancy V 啊，你有一套啊。嗰啲毛係咪好舒服啊？係啊，啲毛料好舒服啊。係好舒服。OK， 嗱，我講明先啊，我們只有32套，你要的你不要相信我，你相信他是這個品牌的代言人。呢個我唔係代言喎。OK， 我有用咗。有用，對唔住啊。OK， 嚟。不是代言人。曲是什麼？順便分享一下，因為我今日其實咧係想分享個眼嘅潤眼液嘅。不過咧，我有用開，咁我又同大家講下咁樣。OK， 來，曲是什麼 ？D6。D6。OK， 原價188，今天100塊都不要。只有32套而已，然後今天你所有有加一的朋友，這個我整套送給你。你看，今次真係買豉油送隻雞啊！呢支嘢咁細支，呢支嘢咁大盒，你看下 OK， 你買醬油我送一個支給你們。Coke D6多少錢？拉天拉多了，你不要相信我 ，OK？ 你直接相信它，好不好用，滑不滑 ？OK？ 我跟你說，這個產品好吸收，唔立嘅，一啲都唔立嘅，好清爽嘅，不會黏黏的感覺。係啦，不會黏啊，佢搽之後係好快，極速吸收。我撳咁多，佢真係極速吸收。很多明星都在用這個產品，搽埋頸啊 ！OK， 脖子啊，你不要浪費啊 ！OK， 你弄出來 OK。還有啊，我跟你說啊，最主要 OK， 我跟你們說最主要說是說什麼？
它一點都不會黏黏的感覺。沒有黏。因為我跟你說啊，如果黏，我肯定不喜歡。男人都好啱用嘅喎，唔好以為係淨係女士啊，呢個男士都啱用㗎，因為佢係好保濕㗎，男人都需要保濕㗎嘛，係嘛？所以佢質地係非常之好。Make in where？法國做嘅，英國品牌，係因為佢有啲天然嘅萃取，佢幹細胞啊好多植物萃取喺入邊嘅。呢支嘢好舒服，好舒服。同埋咧，我你講咧，尤其是咧真嘅，尤其是我跟你們說一句話，就是呢，很多時候啦，新加坡的天氣不好 ，OK 啊，不是不好，很乾，不是曬，就是你們經常去一些空調的地方。所以我跟你們說，這一個你每一天去擦 ，OK， 不管你的臉。OK， 不管你的脖子，不管你的身體，你都可以去用，你明白我這個意思嗎？我跟你們說，原價啦，這一個是188，現在多少錢 ？OK，Not body lotion 99塊，你買一個我送這盒東西送給你們，你要的你快點去沙單啦！我這個真的不多了 ，OK， 來，最後再說多兩句，我們國表。係呢個就係一個好簡單嘅用法。你洗完面之後咧，搽咗噴咗你嗰個爽膚水之後啦，或者你有其他嗰啲好 light 嘅好輕嘅好容易吸收嘅嗰啲精華咧 ，Ampoules 嗰啲你咪拍咗做底先咯。然之後呢個 on top 啦，加呢個精華，呢個係幫你再保濕，加強個保濕嘅。咁最後先搽翻你嘅 cream， 咁就 OK 嘅啦。OK， 如果日頭你中意搽 cream 啊，搽 lotion 都得，隨得你啦就。總之呢一個就一啲都唔會呢粒嘅，好保濕嘅，抗氧嘅。OK。保濕抗氧。唔係沐浴露，唔係。不是沐浴露啊。D6啦，試一支咯，你試一支你就知嘅啦，試一支你咪感受到咯。係啊，下次冇得送啊！下一次沒有這個優惠啊 ，OK， 這個我是直接送給你們。99塊你還在想啊？法國品牌 ，OK， 不好用，它不會。佢抗藍光嘅，抗藍光啦，可以保濕啦，去紋啦，美白啦，同埋軟化你個角質啦，令到如果你有化妝嘅話咧，你搽咗佢去化妝咧會更加貼嘅，係非常保濕，同埋你有一個好晶瑩剔透嘅感覺嘅，用呢一支呢個精華，佢都係抗氧化、防老嘅。OK， 來，快啊 ！OK， 因為等一下，哎呦 ，OK， 我不是我說那麼多了 ，OK， 李生，你要哪一個先？用呢個。你最中意邊個？兩個都中意嘅。兩個都中意啊！嗱，兩個呢個新嘅味。呢個係Facial and Neck Pure Collagen Moisturizer Cream。呢個新嘅味。呢個係 Cell Premium。OK， 我哋嚟睇睇先。嗱，其實咧呢個咧其實好多人都用過㗎啦，呢一粒嘢係咪？有冇朋友係之前用過？有。呢個油。有。呢個係一個鮭魚幹細胞嚟㗎，鮭魚幹細胞。鮭魚鮭魚。佢都係幹細胞，嗰啲分子好細啦，同埋好容易吸收嘅。呢個咧其實咧亦都係男士女士都好適合嘅。佢可以印埋眼周嗰啲位置都 OK 嘅，唔會起油脂粒嘅，全面。好多朋友乾咧係因為水油失衡，呢個可以令到你嘅皮膚啦個水油均勻翻。佢一粒咁啊擠出嚟。OK， 讓我試試看。好多朋友用完都話好中意嘅喎，上一場有冇人用過？好多上次咧 Ryan 啲粉絲都話用過。可以擦眼睛嗎？我睇到啊。你是說這個嗎？下邊咯，印開啲，唔好太近咯。這些位置可以。OK，這些位置。我真係睇到你打字又唔係講笑啊妹，我看到了。咁啊 twist。OK， 來，直接擰。好方便啊！呢個帶去旅行啊，帶去出 trip 啊。呢個係咩功效啊？講先。呢個咧就係咧幫我哋咧加強個皮膚個屏障嘅。嗱。連續用兩個，你連續用2個禮拜，你 feel 到皮膚咧啲紋啊都細晒嘅。佢係專門咧針對修復你嘅細紋。係啊，有冇人有好多紋啊 wrinkle 嗰啲？嗰啲眼紋得唔得？眼紋啊、額頭紋啊、細紋咯，所以細紋啊、細紋啊。係啊，因為咧有冇人有瘡㗎？有暗瘡嗰啲人，有暗瘡皮膚佢都可以用到㗎。佢唔係油，你見到佢好似油，但佢唔係嘅，佢好快吸收。有瘡嗰啲咧就係水油失衡㗎啦。你皮膚毛孔粗大啦，容易有紋啦，或者有瘡，證明你嘅人本身嘅皮膚咧係失衡嘅。咁咧佢咧係會均勻修復翻你嘅皮膚屏障，亦都係。咁你呢一個加埋呢一個去用咧就不得了啦。用邊個先啊？呢一個咧，其實咧，我會搽咗呢一個先嘅。搽咗呢個先。搽咗呢個，或者你兩溝都得㗎。你泵呢個出嚟，將呢一個擠出嚟，
再泵呢個出嚟，啊撈埋佢一齊搽都得㗎，冇乜所謂嘅，兩溝一齊用都得嘅。其實一粒都好多喎。哦，搽埋頸㗎啦。係喎，一粒佢可以搽。你有多唔會㗎，佢轉頭會吸收晒㗎。你唔好睇佢，哇，好似好多咁嘅，佢轉頭全部索晒。我哋個皮膚好需要油分嘅，水油均勻。而佢呢一個係一個鮭魚嘅幹細胞嚟嘅係。又刪咗啦嗰部嘢。唔該。OK， 所以使用方法都好簡單。嗯，好靚喎！冇咩香味呢盒嘢聖誕 OK 節就好靚。呢盒嘢聖誕節攞嚟送俾人一流。係啊，好靚㗎。OK， 佢就係咁 OK 一盒咧，我話俾你聽，佢好多㗎。喂，係咪？一盒有幾多粒啊？我都望。係咪早晚用啊？可以早晚用嘅。早晚用。OK， 其實我同你講一粒你可以搽鬼晒成塊面。一盒有幾多？ OK， 多？你裏邊有寫嘅。48個 capsule。OK， 我同你講，你咧朝頭早用。OK， 同埋我話。夜晚咯，夜晚用咯。佢可以幫你吸抗紋。OK， 你如果你隻眼有紋，好靚嘅。OK， 你如果有嗰啲虎皮紋，有呢啲叫做咩啊？虎紋啊，虎紋啊，OK， 呢啲眼，尤其是 OK， 尤其是我跟你說，女生 OK 最怕就是有眼紋，因為很顯老。OK， 我跟你說，這一個也是很多明星跟他們一起去做，但是來這個產品沒有給代言費。OK， 但是他們私底下全部都是用這一個產品。我們之前這個產品曾經有賣過的 OK， 你們有沒有用過？你跟我說，你們曾經用過了沒有？這個不是跟你開玩笑。如果不好的東西，我們不會重複再介紹。但是我先說明先 ，OK， 這盒東西啊，我們真的不多，我只有好像我只能賣15盒，15盒 ，OK。嗱，入邊咧佢有金朗梅，金朗梅又係咧對啲炎症皮膚可以修復呢啲皮膚嘅。幹細胞啦、鮭魚幹細胞啦、金朗梅啦，同埋佢有紅果葉嘅萃取啦，有寡肽啦，有生肉松啦、維他命 E 啦，哇好多好多嘢，有鵝梨油啊，咁嗰啲全部係超級保護我哋皮膚嘅，令到皮膚咧唔容易乾燥啦，唔容易係敏感啦。就算你敏感啊、容易瘡嘅皮膚都可以用，敏感肌所以佢係好好嘅。敏感肌。尤其是又係做完機啊、打完班啊、做完高熱能嘅朋友，更加要用佢喎。你吸收好快。係啊，好嗱，你睇下我個手吸收晒咯，冇㗎啦，已經用晒㗎啦，吸晒，令你個手好潤滑嘅。你肯用，如果你捨得用埋喺個手度滑捋捋好靚。你知女人嘅手唔靚咧，亦都顯老㗎。一個頸啦，一個手啦，呢個都要好好保護啦嚇，就係咁啦。OK， 來，超靚。等一下啊 ！OK， 我真係看到。得唔得？有冇關鍵字啊 ？OK， 有。曲是 D2。OK D2 啊，第二。哦 ，Illness 都講啊，開咗冷氣，真係我係夜晚用㗎，講真。日頭你可能未必要咁 rich， 但係咧你夜晚一定多補品，所以啲補品擺喺夜晚用咧，你會好靚嘅。OK， 第二，你買一瓶 ，OK 多少錢？88塊 D2， OK， 但是你不要買一盒，你直接 D2 加2。好快用晒，因為你加2是138塊，OK。但是如果是你們真是有需要的話，你可以加貨的話 ，OK， 我們再送。加四咧就有嘢送。再送。送一個面膜。這個他們最厲害的面膜給你們。係呢個金箔，好不好？金箔面膜。這個金箔很厲害的咧 ，OK， 這個。很貴的，但是你 OK， 如果你加不了4，你直接全部加2 ，OK。我跟你說，這個吸收很快的，你看到嗎 ？OK， 它一點都不會油膩膩的感覺。我跟你說，如果你的眼睛有細紋 ，OK， 你的這個嘴巴這個位置有細紋 ，OK， 你要腹黑紋，你馬上去用這個，你看。沒有紋的，就是用這些產品。夜晚用啦，夜晚用。OK， 晚上用是最好，你明白嗎？對抗乾紋，起碼都加2㗎啦，呢個好好用嘅，真係。最起碼加2。對。我只有10多少忘記了 ，OK， 18還是16我忘記了 ，OK。Nancy 你好叻啊，叻。他很好的 Nancy，OK， 全部加2，138塊。一盒裏面48還是46粒？48粒。只有48粒。如果你每一天用1粒的話，大概是可以一個半月。OK， 大概是1個半月。OK， 你加2是可以用3個月。我跟你說，138塊多少罐呢？2罐，每一罐不用70塊，你還在問爸爸媽媽
OK，對啊，一罐都不用70塊啊。OK，我跟你說，來，最後啊，我看看還有多少啊。OK，最後再介紹多一次，炸二。OK，一瓶88，兩瓶138塊。鮭魚呢個係鮭魚幹細胞啦，維他命 E 啦，樂梨油啦，跟住有呢個嗰個叫做睇先啊，有大家頭先唔記得咗嘅，邊咗咗？OK，所以入邊咧有好多好好嘅成分嘅，咁啊有樂梨油啦，維他命 E 啦，S-mark 用維他命 E 啊，同埋有嗰個可唔可以幫我轉翻啊？非酒料，我成日都唔記得，因為樣樣都唔一樣。係啊。咁啊鮭魚幹細胞啦，有唔同嘅勝肽，因為勝肽都係修復我哋皮膚噶嘛，好多勝肽喺度啦。跟住有紅果萃取啦，紅果萃取嗰啲都係幫你亮白皮膚提亮嘅。敏感皮膚和那個enzima，它的產品全部都可以用。OK，你們敢去用？敏感皮膚、蒼薑皮膚都可以用㗎。呢個可唔可以用啊？可以，好啊，乾嘅皮膚。你講兩句喂，俾你講兩句。乾嘅皮膚啦，敏感肌膚啦，修復皮膚啦，超敏感都用得。如果你做完laser 啦，或者做完美容院嗰啲熱能機全部都用。敏感皮膚濕疹都用得。濕疹都用得。係。即係你濕疹唔好冷面嘅時候啦，唔好流緊血。你流緊血啊，梗係唔好去搽佢啦。當然，即係等佢埋咗口先啦。咁佢入邊嘅成分有啲咩咧？就鮭魚幹細胞啦、金柳梅花提取物啦，係啦，生肉酚啦，係啦，華肽啦，呢啲都有。香。係啦，佢係嗰啲叫鮭魚嘅植物嚟嘅。植物啊。咁佢可以減淡嗰個魚尾紋啦，呢個係最重要嘅。皺紋啦，係啦，用完第二日係好靚。你做用7日嘅話，其實你皮膚變咗立即變靚㗎啦。OK。乾燥啦。乾燥。係啦。咁佢唔係話油嘅喎，即係啲你去新加坡咁熱咧，咁佢用完就即刻佢可以吸收到嘅。吸收咗。立即吸收。吸收晒啦。10秒吸收到。真係。立即10秒吸收。佢真能油喎。OK。爽晒。因為如果正常嚟計，我係唔中意用啲男人係唔立刺但係男人都啱用嘅呢個。但係佢用嗰啲咧就係可以幫你，譬如你額頭紋啦、暗瘡啦、痤瘡呢啲問題都可以緩解到嘅，係啦，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可以強化你嘅肌膚，跟住用嚟增加你皮膚嘅屏障啊，令到你唔會咁容易敏感啊。即係有啲人好多人經常會敏感啊，或者會有太乾啊。咁你跟住用7日以內嘅話，其實要將你皮膚加強咗個修復嘅屏障喺入邊㗎啦。OK，最後6個 last 6。最後6個。OK，最後6個。OK，你要的你快點去上。呢隻嘢咧，其實係阿媽頭先同我講咗好耐，我哋先話好啊，咁樣交俾你。其實我哋冇貨啦已經。有冇貨啊？係真係冇。你買親乜都冇貨。因為你last 嗰個啊嘛。你係流爛我係咪流貨啊？你地位唔夠啊！佢話唔俾貨你啊，俾晒阿壞人啊係。俾晒阿壞人啊！阿壞人啊！你明星，俾晒阿壞人啊！你明星嚟嘅，你唔好咁多人面前講呢句説話，我覺得你地位唔高啊嘛，咁就將呢個俾阿壞人啊嘛。佢仲話我講錯你名喎，點解壞人？冇理由超越功高過主嘅，你係做咗你啱嘅職位啊！歪人做咗你啱嘅職位，你做壞人，你咪將佢改咗叫壞人咯。歪人你食屎啊你！唔係我講嘅。唔係我講㗎，唔係我講㗎。危險㗎。OK，係講得啱。嗱，功高蓋主。不囉嗦啦 ，OK，不囉嗦啦 ，OK，最後一件黃牌產品，這個是新產品，對不對？游泳。係啊。OK，黃牌產品，嚟最後。好，係啦，跟住咧，我哋有一個咧，呢個水色即係膠原蛋白霜。呢個膠原蛋白霜好似咧蛋白咁樣㗎，係啦，好似蛋白咁樣嘅。有咩好處？好，我哋嚟睇睇佢嘅成分先。呢個膠原蛋白霜咧話明係膠原蛋白，咁啊，梗係咧幫我哋咧膠原蛋白咧就係幫我哋補充啦。咁入邊咧就係有呢個離子水，含去離子水、富拉索蘆薈嘅提取物，所以佢係好保濕、好修復皮膚嘅。牛油果樹嘅果油啦、金柳梅啦，又係提取物啦、水解膠原成分啦、呢個甘醇酸啦，同埋有機嘅牛油果啦，佢就係主打咧，就係專門修復嗰啲瘡瘡啊、敏感啊、油分高啊、容易有細紋啊，跟住乾燥嘅皮膚啦，又係好敏感啊，嗰啲人咧就啱晒。喂，我最中意食呢個，你唔好攞走呢個。香，呢個係超好用嘅。我呢個我哋有食緊嘢嚇，唔好意思，我哋好為食係。嗱呢個係咧，你夜晚啦、日頭都可以用嘅呢個面霜。超
彈滑咧，好似蛋白咁樣嘅。我曾經亦都係男女都 OK 喎，呢個男女都用。我聽你講，你送一個好勁嗰個，好舒服嗰啲明星用嗰啲盒嘢，我讚喎。呢一啱嘢好多人中意啊！呢個好多人中意。膠原，因為想要膠原蛋白，有冇男士女士中意脹卜卜眼塊面咧？好彈性㗎嘛，有個膠原蛋白咧就係靚㗎啦。咁你用咗頭先個鮭魚啦，又或者用咗呢個精華之後咧 ，on top 最後加呢個膠原蛋白喺面就得㗎啦。你塊面咧就會咧好靚㗎啦，跟住瞓一個好覺，咁你朝頭早起身咧就好精神飽滿，個樣好精神好靚嘅，皮膚咧好飽滿，好水嫩。呢個全身喎係嘛？係全身㗎啦，全部係算。即係最後呢個 step 就搽呢個。係啦，搽呢個最後精華咧就係可能你爽膚水之後就搽佢啦，跟住可以搽呢一個粒粒啦，粒粒係搽完精華之後就搽呢個鮭魚幹細胞啦，最後就搽佢啦。好冇？最後就是用這一個啊，這個是咁同大家講晒呢個水晶膠原蛋白啦，咁其實佢咧係令到我哋皮膚咧緊緻度好高嘅。咁另外仲有就係解決我哋嘅痘痘啦，譬如我哋有生痘痘、痘痘刺、痘痘紋咧，咁其實佢都可以改善到你嘅。除咗因為我哋呢個品牌入邊咧，都係大部分都想改善大家啲敏感啦、濕疹啊、痤瘡啊、毛孔粗大嘅問題啦，咁去修復你嘅乾紋啦、細紋啊、軟化你嘅肌膚咁樣嘅，令到我哋睇上去更加光滑啦、緊緻啊。皮膚嘅，咁其實我哋只要用嘅時候好簡單嘅啫，係啦，咁用翻少少，好似珍珠咁粒，一粒粒好細咁粒，咁細粒咁樣，咁搽翻一排。其實我今日冇化妝，冇化妝冇搽嘢，咩都冇嘅，咁玩得開心啲啊，係啦。OK，現場用翻就 OK 嘅咁樣。好柔軟嘅，呢個 cream 又係好 soft 啦，男士女士都會好中意。先平啊，呢個好舒服嘅。OK，我真心好中意呢個 cream。因為今晚咧阿壞人咧壞人咧上咗播啦，知唔知啊？你唔好講呢句，你唔好講呢句，你唔好講呢句啊！你一講啲人走㗎。你哋千祈唔好走，知唔知 ？OK，今晚為咗支持我哋。12套 ，OK，你要你下單，好吧 ？OK，我也給你一個福利 ，OK，這個是全新的產品。咩關鍵字啊？我跟你們說，很多明星在用，真的香港明星，但是我們不能說是誰的名字啊？空是第7，第3。加你要的數量，第3加你要的數量多少錢？原價是138塊一罐，現在買一罐送一罐，2罐138。OK， 你不要問爸爸媽媽、姐姐、哥哥、太太。OK， 你只要相信他就對了，對，因為他每一天都在用。今晚留喺度睇翻阿靚女，知唔知？唔好去第二度。第7 OK， 12套而已。同 Ryan 打對台。或者上機你就唔好走啦，你叫 Ryan 去湊女啦、湊老婆啦，休息下啦。我跟你說，每一罐不用70塊，一罐可以用1個月嘛。哇3個月啊！不是這個，哎呀，現在介紹。呢個都3個月得，因為佢有50 gram 啊，好大罌㗎啦。一罌入邊有50 gram，好大罌，早晚都可以用嘅咧。OK， 早晚都可以修復，令到自己皮膚更加靚。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你啱嘅話，就去買啦。因為佢入邊有個梨子水啦、牛油果樹油啦、金柳梅花啦、水解膠原蛋白啦、咁有機牛油果果油啦，咁呢啲成分入邊其實可以幫到我哋咧修復我哋嘅皮膚啦、敏感啊各方面嘅問題咯。咁所以一支咧解決晒你所有問題，令你皮膚又滑又靚喎，係咪先？沒錯。最緊要係令到皮膚屏障啦、加厚啦，令到佢更加健康。咁你冇咁容易有啲皮膚嘅老化問題啦。即係譬如紋啊，咩叫老化問題咧？紋啦、敏感啊、泛紅啦、瘡瘡啊、痘痘、毛孔粗大啊，呢啲全部都係老化嘅跡象嚟嘅。係啦。咁啊冇咁容易有呢啲問題出現，唔會咁多炎症啦。咁樣。係啦，咁樣。好似我加強嘅屏障。好似阿娜今日好靚啦，化咗個好靚嘅妝啦。我哋啲冇化妝嘅人其實搽完之後直接可以出街㗎啦。等陣仲有支好靚嘅嘢，不過今日冇介紹。不過等陣我都可以採我哋簡單嘅做咗護理之後，搽一啲素顏霜就可以出到街㗎啦。其實咁樣嘅話，令到你更加有自信出街，唔使你咁怕你。我同你講啊，到期時你收到呢盒嘢咧，你要好 OK， 會感謝阿嬲嚇。同阿壞人，多謝壞人同阿鬧，係咪先？所以呢啲產品都非常之好啦。咁仲有我哋眼藥水都非常之好用啦。咁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阿鬧啦，咁樣係咪？阿鬧頭先同我哋嗌交嗌咗半個鐘，話我冇貨俾佢賣，冇錯，不斷咁咪鬧我，搽咗佢，係啦，搽咗佢，跟住再搽防曬得唔得？再搽防曬，係啦，搽咗佢之後先搽防曬就得㗎啦，咁樣咯，好冇 ？OK，感謝你們。係啦，好少貨嘅，全部都好少貨嘅，大家咧就
OK， 來，冇辦法啦，耐心呢等候。個最後 D3，呢個仲勁，法國。加你要的數量 ，OK，這個最後6個 ，OK， 你要加了，你快點趕去加，好吧？呢個係咩關鍵字？好似未出。 OK，D3 啊，D3，他們說7 ，OK，D3，加你要的數量，你要的快點去加。還有啊，我再說多一遍啊，如果今天你沒有加這個，你看能不能加？ OK， 這個必須要買的東西，這個是用來幹嘛？我再說多一遍，日本製作的。OK，如果你的眼睛是要老花，如果你的眼睛是有那個糖尿病 ，OK， 眼壓很高，眼壓很高，然後你要近視、遠視，然後你要老花，有飛蚊症，你用這個。OK， 我跟你說，你用1個星期、2個星期肯定有效。我不知道這個能不能再加，但是我先說，最後再說多一遍了，我最後再說多一遍啊，這個要等，必須要等。OK，上一次我們賣的價格是168塊，但是你現在這一個今天有下單，然後我們今天過完明天之後，我們馬上關口，然後你再下一次買是4個月之後的事情。明白嗎？今天你要等，大概是8到10個星期，8到10個星期，我最後給你加了機會，這個真的很好用。我每一次做直播，我要戴眼鏡，我點了2次，我現在看到你們打字了，不是跟你開玩笑的。OK， 如果你加，你趕緊去加，我再收到一篇這個曲，我就關播了，好不好 ？OK， 這個曲是什麼啊 ？Admin， OK， 是這個 D1。OK， 138塊。OK， 我一關播就沒有得賣了。OK， 一關播就沒有得賣了。你要賣的，快點下單。OK， 最後我給你多3分鐘 PCE 這個產品。如果下播之後還是有問題要問啊查詢的話，可以留言去查詢。OK，我們也會繼續的解釋給大家。OK， 眼壓過高，大家有關於眼睛的問題都可以問。哎，我就是有老花，我做低的，哎，這個是我的，這個記不了。我常常就是有一點眼脹脹，眼睛咧如果好攰咧會脹痛嘅，即係眼壓好高啊就點樣，佢會幫我哋舒緩嘅，令到你個眼壓回落翻係好舒服。In Japan， 亦都可以修復你個眼乾啊、紅血絲啊、紅筋啊、咩飛蚊啊、老花啊，甚至係你個眼睛嗰個減緩嗰個老化嘅跡象啊。OK， 都好好。首先每個朋友，你們如果還沒睡覺的朋友 ，OK 的朋友，每個朋友幫我做一件事情，幫我謝謝啦啦，幫我謝感謝他，好不好？謝謝大家。刷一排大大的愛心，因為我上次在約他，我不知道什麼時候，他是很難約的一個人。很難約的，好不好 ？OK， 刷一排大大的愛心，因為我們要關播了，好不好 ？OK， 感謝你。感謝你 ，OK， 好了，我們不囉嗦了，冇多了 ，OK， 我們明天晚上9點鐘再見，拜拜。